空心元6回，公孙渊兵败死襄平，司马懿诈病传曹爽。却说公孙渊乃辽东公孙度之孙，公孙康之子也。建安12年，曹操追袁尚，未到辽东，康斩上首级献操，操封康为襄平侯。后康死，有二子，长曰晃，子曰渊，亦皆幼。康弟公孙公继职，曹丕时封公为车骑将军襄平侯。太和2年，渊长大，文武兼备，性刚好斗，夺其叔公孙公之位。曹睿封渊为杨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后孙权疑张弥、许彦基、金宝珍欲复辽东，封渊为燕王。渊据中原，乃斩张、许二人，送首与曹睿。睿封渊为大司马乐浪公。渊心不足，与众商议，自号为燕王，改元绍汉元年。副将贾范谏曰：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，不为卑贱。今若被反，实为不顺。更兼司马懿善能用兵，西蜀诸葛武侯且不能取胜，何况主公乎？渊大怒，斥左右传贾范，将斩之。参军伦直谏曰：贾范之言是也。圣人云：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今国中屡见怪异之事，竟有犬戴金泽，身披红衣，上屋作人形。又城南乡民造饭，饭赠之中，忽有一小儿争死于内。襄平北市中，地忽现一穴，涌出一块肉，周围数尺，头面严，耳口鼻都具，独无手足，刀剑不能伤，不知何物。卜者战之曰：有形不成，有口不生。国家亡灭，故现其形。亦有此三者，皆不祥之兆也。主公宜避凶救急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渊勃然大怒，斥武士绑伦直并贾范同斩于市，令大将军卑衍为元帅，杨作为先锋，起辽兵15万，杀奔中原来。边关报之魏主曹睿，睿大惊，乃召司马懿入朝计议。懿奏曰：臣部下马步官军4万，足可破贼。睿曰：轻兵少路远，恐难收复。懿曰：兵不在多，再能摄其用之耳。臣托陛下洪福，必擒公孙渊以献陛下。睿曰：卿料公孙渊作何举动？懿曰：渊若弃城欲走，是上计也。守辽东据大军，是中计也。坐守襄平，是为下计，必被臣所擒矣。睿曰：此去往复几时？懿曰：4千里之地，往100日，攻100日，休息60日，大约1年足矣。睿曰：倘无蜀入寇，如之奈何？懿曰：臣已定下手谕之策，陛下勿忧。睿大喜，即命司马懿兴师往讨公孙渊。懿辞朝出城，令胡遵为先锋，引前步兵先到辽东下寨。少马飞报公孙渊，渊令卑衍、杨作分8万兵屯于辽队，围堑20余里，环绕鹿角，甚是严密。胡遵今人报之司马懿，懿笑曰：贼不与我战，欲劳我兵耳。我料贼众大半在此，其巢穴空虚，不若弃却此处，进奔襄平。贼必往救，却于中途击之，必获全功。于是勒兵从小路向襄平进发。却说卑衍与杨作商议曰：若魏兵来攻，休与交战。彼千里而来，粮草不济，难以持久，粮尽必退。待他退时，然后出其兵击之，司马懿可擒也。袭司马懿与蜀兵相聚，坚守渭南，孔明尽卒于军中。今日正于此理相同。二人正商议间，忽报魏兵往南去了。卑衍大惊曰：彼之无襄平军少，去袭老营也。若襄平有失，我等守此处无益矣。遂拔寨随后而起。早有探马飞报司马懿，懿笑曰：终无计矣。令夏侯霸、夏侯威各引一军伏于济水之滨，如辽兵到，两下齐出。二人受击而往。早望见卑衍、杨作引兵前来。
一声炮响，两边鼓噪摇旗，左有夏侯霸，右有夏侯威一齐杀出。卑、杨二人无心恋战，夺路而走，奔至首山，正逢公孙渊兵到，合兵一处，回马在与魏兵交战。卑演出马骂曰：“贼将修史诡计，如敢出战否？”夏侯霸纵马挥刀来迎，战不数合，被夏侯霸一刀斩卑演于马下，辽兵大乱。霸驱兵掩杀，公孙渊引败兵奔入襄平城去，闭门坚守不出。魏兵四面围合，时值秋雨连绵，1月不止，平地水深3尺，运粮船自辽河口直至襄平城下。魏兵皆在水中，行作不安。左都督裴景入帐告曰：“粮水不住，营中泥泞，军不可停，请移于前面山上。”易怒曰：“捉公孙渊只在旦夕，安可移营？如有再言移营者斩。”裴景诺诺而退。少卿右都督仇连又来告曰：“军事苦水，岂太尉移营高处？”易大怒曰：“吾军令几发，汝何敢故为？”即命推出斩之，悬首于南门外。于是军心震折，亦令两寨人马战退20里，纵城内军民出城巧采柴薪，牧放牛马。司马陈群问曰：“前太尉攻上庸之时，兵分8路，8日赶至城下，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。今带甲4万，数千里而来，不令攻打城池，却使久居泥泞之中，又纵贼众乔木，不知太尉是何主意？”易笑曰：“公不知兵法耶？昔孟达粮多兵少，我粮少兵多，故不可不速战。出其不意，突然攻之，方可取胜。今辽兵多，我兵少，贼击我保，何必立功？正当任彼自走，然后趁机击之。我今放开一条路，不绝彼之乔木，是容彼自走也。”陈群拜服。于是司马懿遣人赴洛阳催粮。魏主曹睿设朝，群臣皆奏曰：“近日秋雨连绵，1月不止，人马疲劳，可召回司马懿，权且罢兵。”睿曰：“司马太尉善能用兵，临危致变，多有良谋，捉公孙渊继日而待，卿等何必忧也？”虽不听群臣之见，使人运粮解至司马懿军前。懿在寨中又过数日，雨止天晴。是夜一出帐外，仰观天文，忽见一星奇大如豆，流光数丈，自首出东北，坠于襄平东南，各营将士无不惊骇。懿见之大喜，乃谓众将曰：“5日之后，兴洛楚必斩公孙渊矣。来日可并立攻城。”众将得令，4日清晨，引兵四面围合主土山、绝地道，立炮架装云梯，日夜攻打不息，箭如急雨，射入城去。公孙渊在城中粮尽，皆宰牛马为食。人人怨恨，各无守心，欲斩渊首，献城归降。渊闻之，甚是惊忧，慌令相国王建、御史大夫刘辅往魏寨请将。二人自城上系下，来告司马懿曰：“请太尉退20里，我君臣自来投降。”懿大怒曰：“公孙渊何不自来？殊为无礼！”是武士推出斩之，将首级付与从人。从人回报，公孙渊大惊，又遣侍中尉偃来到魏营。司马懿升帐，聚众将立于两边。偃西行而进，跪于帐下，告曰：“愿太尉息雷霆之怒。克日先送世子公孙修为执当，然后君臣自传来降。”懿曰：“军事大要有5，能战当战，不能战当守，不能守当走，不能走当降，不能降当死耳，何必送子为执当？”是谓偃回报公孙渊，偃抱头鼠窜而去，归告公孙渊。渊大惊，乃与子公孙修密议停当，选下1000人马，当夜2更时分，开了南门，往东南而走。渊见无人，终暗喜。行不到10里，忽听得山上一声炮响，鼓角齐鸣，一支兵拦住，中央乃司马懿。左有司马师，右有司马昭，二人大叫曰：“反贼休走！”渊大惊，即拨马寻路奔逃。早有胡遵兵到，左有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右有张虎、岳琛，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
公孙渊父子只得下马纳降。亦在马上顾诸将曰：“吾前夜丙寅日见大星落于此处，今夜人生日应矣。”众将称贺曰：“太尉真神机也！”一传金斩之。公孙渊父子对面受戮。司马懿遂勒兵来取襄平。未及到城下时，胡遵早引兵入城中，人民焚香拜迎，卫兵尽皆入城。亦坐于崖上，将公孙渊宗族并同谋官僚人等俱杀之，计首级70余科。出榜安民，人告议曰：“假犯，伦之苦见渊不可反叛，俱被渊所杀。”亦遂封其墓而容其子孙，就将库内财物赏劳3军，班师回洛阳。却说魏主在宫中，夜至3更，忽然一阵阴风，吹灭灯光，只见毛皇后引数10个宫人哭至座前所命。吕因此得病，病渐沉重，命侍中光禄大夫流放，孙资掌枢密院一切事务。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，左太子曹芳摄政。宇为人恭俭温和，不肯当此大任，坚持不受。吕召流放，孙资问曰：“宗族之内，何人可在？”二人久得曹真之会，乃保奏曰：“唯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。”吕从之。二人又奏曰：“欲用曹爽当遣燕王归国。”吕然其言。二人遂请锐将赵击出御燕王曰：“有天子手诏，命燕王归国，现即日就行。若无诏，不许入朝。”燕王涕泣而去。遂封曹爽为大将军，总摄朝政。吕病今为，即令使持节召司马懿还朝。懿受命进到许昌，入见魏主。吕曰：“朕唯恐不得见亲，今日得见，死无恨矣。”懿顿首奏曰：“臣在途中，闻陛下圣体不安，恨不助生两翼，非至缺下。今日得见龙颜，臣之幸也。”吕纯太子曹芳、大将军曹爽、侍中流放、孙资等皆至御榻之前。吕执司马懿之首曰：“袭刘玄德在白帝城为，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，孔明因此竭尽忠诚，至死方休。偏邦尚然如此，何况大国乎？”朕幼子曹芳，年才8岁，不堪掌理社稷。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，竭力相辅，无负朕心。又唤方曰：“仲达与朕一体，尔宜敬礼之。”遂命诣西方近前。方报一紧不放。吕曰：“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。”言讫，潸然泪下。亦顿首流涕。魏主昏沉，口不能言，只以手指太子，须臾而卒。在位13年，寿36岁。时魏景初3年春正月下旬也。当下司马懿、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。方字兰卿，乃瑞奇养之子，密在宫中，人莫知其所由来。于是曹芳视瑞为明帝，葬于高平陵。
尊郭皇后为皇太后。改元正始元年。司马懿与曹爽辅政。爽事亦甚谨，一应大事，必先启之。爽字昭伯，自幼出入宫中。明帝见爽谨慎，甚是爱敬。爽门下有客500人，内有5人以浮华相上，一是何晏，字平；一是邓阳，字玄茂，乃邓禹之后；一是李胜，字公昭；一是丁密，字彦敬；一是毕范，字昭先。又有大司农桓范，字元则，颇有智谋，人多称为智囊。此数人皆爽所信任。何晏告爽曰：主公大权，不可委托他人，恐生后患。爽曰：司马公与我同先帝托孤之命，安忍备之？晏曰：昔日先公与众达破蜀兵之时，累受此人之气，因而致死，主公何不察也？爽猛然醒悟，遂与多官计议停当，入奏魏主曹芳曰：司马懿功高得众，可加为太傅。方从之，自是兵权皆归于爽。爽命弟曹熙为中领军，曹训为武卫将军，曹晏为散骑常侍，各引3000御林军，任其出入进攻。又用何晏、邓阳、丁密为尚书，毕轨为司隶校尉，李胜为河南尹，此5人日夜与曹爽议事。于是曹爽门下宾客日盛，司马懿推病不出，2子亦皆退职闲居。爽每日与何晏等饮酒作乐，凡用衣服器皿与朝廷无异。各处进贡完好珍奇之物，先取上等者入己，然后进宫。佳人美女充满府院，黄门张当阐释曹爽，私选先帝侍妾7、8人，送入府中。爽又选山歌舞良家子女30-40人，为家乐。又建钟楼画阁，造金银器皿，用巧匠数百人，昼夜工作。却说何晏闻平原管路名术数，请与论议。时邓阳在座，问陆曰：君自谓善意，而语不及义中此意，何也？陆曰：夫善意者，不言义也。晏笑而赞之曰：可谓要言不凡。因谓陆曰：是为我卜一卦，可治3功否？又问连梦轻盈数十，来及鼻上，此事何兆？陆曰：元凯抚顺，周公左周皆以和会谦恭，享有多福。今君侯位尊势重，而怀德者先，位微者众，殊非小心求福之道。且彼者山也。
山高而不为，所以常守贵也。今轻盈臭恶而极焉，为郡者颠，可不惧乎？愿君侯侯多一寡，非礼勿履，然后三公可治，轻盈可屈也。邓阳怒曰：此老生之常谈耳。陆曰：老生者见不生，常谈者见不谈。遂拂袖而去。二人大笑曰：真狂是也。陆到家与舅言之。舅大惊曰：何邓二人权甚重，汝奈何犯之？陆曰：吾与死人语，何所谓耶？就问其故。陆曰：邓阳行步，今不束骨派不治肉，其力轻矣，若无手足，此为鬼造之乡。何厌事后，魂不守宅，血不华色，精爽焉服，容若槁木，此为鬼忧之乡。二人早晚必有杀身之祸，何足畏也？其舅不骂陆为狂子而去。却说曹爽常与何晏、邓阳等田猎。其弟曹熙谏曰：兄威权太甚，而好出外游猎，倘为人所算，悔之无及。爽斥曰：兵权在吾手中，何惧之有？司农还犯意见，不听。时魏主曹芳改正始10年为嘉平元年。曹爽一向专权，不知仲达虚实。是魏主除李胜为荆州刺史，即令李胜往辞仲达，就探消息。胜进到太传府下，早有门吏报入。司马懿谓二子曰：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。乃去冠散发，上拥被而坐。又令二婢夫策，方请李胜入府。胜至前拜曰：一向不见太傅，谁想如此病重？今天子命某为荆州刺史，特来拜辞。益阳答曰：锦州进朔方，好为之备。胜曰：除荆州刺史，非滨州也。益笑曰：你方从滨州来？胜曰：山东青州耳。益大笑曰：你从青州来也。胜曰：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？左右曰：太傅耳聋。胜曰：其执笔一用。左右取执笔与胜。胜写毕，呈上。益看之，笑曰：吾病得耳聋了。此去保重。言讫，以手指口。士必进汤，亦将口就之，汤流满襟，乃作哽咽之声曰：吾今衰老病笃，死在旦夕矣。二子不孝，望君教之。若见大将军，千万看去二子。言讫，倒在床上，声嘶气喘。李胜拜辞仲达，回见曹爽，细言其事。爽大喜曰：此老若死，吾无忧矣。司马懿见李胜去了，遂起身谓二子曰：李胜此去，回报消息，曹爽必不记我矣。只待他出城田猎之时，方可图之。不一日，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祭祀先帝，大小官僚皆随驾出城。爽引三弟并新妇人何晏等及御林军护驾正行。司农还犯寇马谏曰：主公总点进兵，不宜兄弟皆出。倘城中有变，如之奈何？爽以鞭指而斥之曰：谁敢为变？再勿乱言。当日司马懿见爽出城，心中大喜，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，并加精数十，引二子上马进来谋杀曹爽。正是庇护必然有起色，驱兵自此逞雄风。未知曹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空心元7回，魏主正归司马氏将为兵败牛头山。却说司马懿闻曹爽同弟曹熙、曹训、曹晏并心腹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毕范、李胜等及御林军，随魏主曹芳出城谒明帝墓，就去田猎。懿大喜，即到省中，令司徒高柔、贾以节越行大将军事，先据曹爽营。又令太仆王关行中领军事，据曹熙营。懿引旧官入后宫奏郭太后，言爽被先帝托孤之恩，奸邪乱国，其罪当废。郭太后大惊曰：天子在外，如之奈何？懿曰：臣有奏天子之表诛奸臣之计，太后勿忧。太后惧怕，只得从之。
亦即令太尉蒋济、尚书令司马孚一同写表，遣黄门基出城外，进至地前申奏。亦自引大军据武库。早有人报知曹爽家，其妻刘氏即出厅前，唤首府官问曰：“今主公在外，重达起兵何意？”守门将潘举曰：“夫人勿惊，我去问来。”乃引弓弩手数十人登门楼拥之。正见司马懿引兵过府前，举令人乱箭射下，亦不得过。偏将孙谦在后指之曰：“太傅为国家大事，休得放箭。”连指3次，举方不射。司马昭护赴司马懿而过，引兵出城屯于洛河，守住浮桥。且说曹爽手下司马鲁之见城中事变，来与参军新昶商议曰：“今重达如此变乱，将如之何？”昶曰：“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见天子。”知然其言，昶即入后堂。其姐新献英见之，问曰：“如有何事，荒速如此？”昶告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太傅闭了城门，必将谋逆。”献英曰：“司马公未必谋逆，特欲杀曹将军耳。”昶惊曰：“此事未知如何？”献英曰：“曹将军非司马公之对手，必然败矣。”昶曰：“那日司马教我同去，未知可去否？”第一献英曰：“执守，人之大义也。凡人在难，犹或续之；执鞭而弃其事，不降莫大焉。”昶从其言，乃与鲁之引数十骑，斩关夺门而出。人报之司马懿，亦恐还范易走，即令人召之。范与其子商议，其子曰：“车驾在外，不如南出。”范从其言，乃上马至平昌门。城门已闭，把门将乃还范就立司波也。范袖中取出一竹板曰：“太后有诏，可即开门。”司波曰：“请诏验之。”范斥曰：“汝是无故吏，何敢如此？”司波只得开门放出。范出至城外，唤司波曰：“太傅造反，如可速随我去。”波大惊，追之不及。人报之司马懿，懿大惊曰：“智囊谢矣。如之奈何？”蒋济曰：“母马练战斗，必不能用也。”懿乃召徐允、陈泰曰：“汝去见曹爽，说太傅别无他事，只是削辱兄弟兵权而已。”许、陈二人去了。又召殿中校尉尹大木至，令堪记作书，与牧驰去见爽。懿吩咐曰：“如与爽后，可领此任。”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事，只因兵权之事，别无他意。尹大木依令而去。却说曹爽正非鹰走犬之计，忽报城内有变，太傅有表。爽大惊，几乎落马。黄门官彭表跪于天子之前。爽接表，差封令进臣读之。表略曰：“征西大都督太傅陈司马懿、陈皇陈孔顿守锦表，陈袭从辽东海，先帝诏陛下与秦王及臣等生御床，把陈璧身以后事为念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故命，败乱国典，内则见你，外专威权，以黄门张当为都监，专供交官，探察至尊，伺候神器，离间二公，伤害骨肉，右下汹汹，人怀为惧。此非先帝诏陛下及主臣之本意也。臣虽朽迈，敢妄妄言。太尉陈济、尚书陈福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，兄弟不以点兵宿卫，今奏永宁宫皇太后，令敕臣表奏施行。臣折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西训吏兵以侯就地，不得斗六，以击车驾。敢有激流，便以军法从治。臣折立即将兵屯于洛水浮桥，伺察非常。仅此上文，服干圣听。魏主曹芳听毕，乃唤曹爽曰：“太傅之言若此，卿如何裁处？”爽手足失措，回顾二弟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昔曰：“列弟亦曾见兄，兄执迷不听，至有今日。司马懿决诈无比，孔明尚不能胜，况我兄弟乎？不如自传见之，以免一死。”言未毕，参军新昶、司马鲁之道。爽问之，
二人告曰：城中把的铁桶相似，太傅引兵屯洛水浮桥，是将不可复归，以早定大计。正言间，司农还范奏马而至，谓爽曰：太傅已变，将军何不请天子信许都调外兵以讨司马懿耶？爽曰：吾等全家皆在城中，岂可投他处求援？范曰：匹夫临难，尚欲忘活。今主公身随天子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应？岂可自投死地乎？爽闻言不决，唯流涕而已。范又曰：此去许都不过中宿，城中粮草足之数载。今主公别营兵马尽在关南，呼之即至。大司马之印某将在此，主公可急行，迟则休矣。爽曰：多官务太催逼，待吾细细思之。少卿侍中徐允上书令陈太治。二人告曰：太傅只为将军权重，不过要削去兵权，别无他意。将军可早归城中。爽默然不语。又只见殿中校尉引大木至，木曰：太傅指洛水为事，并无他意。有蒋太尉书在此，将军可削去兵权，早归相府。爽信为良言。还范又告曰：是即以休听外言而就死地。夜曹爽亦不能决，乃拔剑在手，嗟叹寻思。自黄昏直流涕到晓，终是狐疑不定。还范入帐催之曰：主公思虑一昼夜，何尚不能决？爽执剑而叹曰：我不起兵，情愿弃官，但为富家翁足矣。范大哭，出帐曰：曹子丹以智谋自矜，今兄弟三人真屯独耳，痛哭不已。徐允、陈太令爽先纳印绶与司马懿，爽令将印送去。主不扬纵扯住印绶而哭曰：主公今日舍兵权自服去将，不免东市受禄也。爽曰：太傅必不失信于我。于是曹爽将印将授于许、陈二人，先机与司马懿。众军见无将印，尽皆四散。爽手下只有数骑官僚。到浮桥时，亦传令叫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。于皆发间，听候敕旨。爽等入城时，并无一人侍从。还范至浮桥边，亦在马上以鞭指之曰：还大夫何故如此？范低头不语，入城而去。于是司马懿请假拔营入洛阳。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后，亦用大锁锁门，令居民800人为守其宅。曹爽心中忧闷，昔谓爽曰：今家中乏粮，兄可作书与太傅借粮。如肯以粮借我，必无相害之心。爽乃作书令人持去。司马懿览书，遂遣人送粮100斛，运至曹爽府内。爽大喜，司马公本无害我之心也，遂不以为忧。原来司马懿先将黄门章当捉下狱中问罪，当曰：非我一人，更有何晏、邓阳、李胜、毕范、丁密等5人同谋篡逆。亦取了章当供词，却捉何晏等勘问明白，皆称3月间狱反。亦用长加丁了。城门守将司波告称还范矫诏出城，口称太傅谋反。亦曰：诬人反秦，抵罪反作。亦将还范等皆下狱，然后押曹爽兄弟3人并一干人犯，皆斩于市曹，灭其3族。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。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，乃夏侯令女也，早寡而无子，其父欲改嫁之，女结而自恃。及爽被诛，其父复将嫁之，女又断去其鼻。其家惊惶，谓之曰：人生世间，如清晨气若草，何至自苦如此？且大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，守此欲谁为哉？女泣曰：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，义者不以存亡一心。曹氏盛时，尚欲保中，况今灭亡，何忍弃之？此禽兽之行，吾岂为乎？一闻而贤之，听时其子自养，为曹氏后。后人有诗曰：若草为纯净达官，夏侯有女亦如山。丈夫不及群差节，自顾须眉亦汗颜。
却说司马懿斩了曹爽太尉蒋济曰：上有鲁之，新长斩官夺门而出，佯纵夺印不语，皆不可纵。懿曰：彼个为其主，乃一人也。遂复个人就职。新长叹曰：吾若不问于解，失大义矣。后人有诗赞新献英曰：为臣实录当思报，事主临危何尽忠。新氏献英曾劝帝，古今千载颂高峰。司马懿饶了新长等，乃出榜小狱，但有曹爽门下一应人等尽皆免死。有关者照旧复职。军民合守家业，内外安堵。何、邓二人死于非命，果应管路之言。后人有诗赞管路曰：传得圣贤真妙诀，平原管路相通神。鬼忧鬼造分何邓，未丧先知是死人。却说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阳。懿故辞不肯受，方不怀，令父子三人统领国事。懿忽然想起，曹爽全家虽诛，尚有夏侯霸守备雍州等处，系爽亲族，倘骤然作乱，如何提备？必当处置。即下诏使往雍州，取征西将军夏侯霸赴洛阳议事。夏侯霸听之，大惊，便引本部3000兵造反。有镇守雍州腊使郭淮听之夏侯霸反，即率本部兵来，与夏侯霸交战。怀出马大骂曰：汝既是大魏皇族，天子又不曾亏辱，何故背反？霸亦骂曰：吾祖父于国家多见勋劳，今司马懿何等人灭吴曹氏宗族，又来取我，早晚必思篡位。吾仗义讨贼，何反之有？怀大怒，挺枪纵马，直取夏侯霸。霸挥刀纵马来迎，战不十合，怀败走，霸随后赶来。忽听得后军呐喊，霸即回马时，陈泰引兵杀来。郭淮复回，两路夹攻，霸大败而走，折兵大半。寻思无计，遂投汉中来将后主。有人报与姜维，维心不信，令人提访的时，方叫入城。霸拜见毕，呼告前事。维曰：昔为子去州，成万古之名，功能匡扶汉室，无愧古人也。遂设宴相待。维就席问曰：今司马懿父子掌握重权，有亏我国之志否？霸曰：老贼方图谋逆，未辖己外，但魏国兴有2人，正在妙龄之际，若使领兵马，实无蜀之大患也。维问2人是谁？霸告曰：一人现为秘书郎，乃颍川长社人，姓钟，名讳，字世纪，太傅钟繇之子，又有胆志。由常律2子见文帝，惠10年7岁，其兄玉年8岁。欲见帝惶惧，汗流满面。帝问玉曰：卿何以汗？玉对曰：战战惶惶，汗出如浆。帝问惠曰：卿何以不汗？惠对曰：战战栗栗，汗不敢出。帝读其之，即稍长，喜读兵书，声名韬略。司马懿与蒋济皆称其才。一人现为苑吏，乃益阳人也。姓邓，名爱，字世载，幼年师父，素有大志，但见高山大泽，则窥度指画，何处可以屯兵，何处可以积粮，何处可以埋伏。人皆笑之，独司马懿其才，遂令参赞军机。爱为人口疾，每奏事必称爱，爱亦细谓曰：卿称爱，当有几爱？应声曰：凤兮凤兮，故是一凤。其资性敏捷，大抵如此。2人深可谓也，为笑曰：量此孺子，何足道哉？于是姜维引夏侯霸至成都，入见后主。维奏曰：司马懿谋杀曹爽，又来传夏侯霸，霸因此投降。目今司马懿父子专权，曹芳没落，魏国将危。臣在汉中有年，兵精粮足。臣愿领王师，即以霸为乡导官，进取中原，重信汉室，以报陛下之恩，以忠丞相之志。上书令费挥谏曰：近者蒋琬、董允皆相继而亡，内治无人。伯曰：只一代时，不宜轻动。惟曰：不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似此千年岁月，何日恢复中原乎？
徽又曰：孙子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我等皆不如丞相远甚，丞相尚不能恢复中原，何况我等？惟曰：吾久居陇上，深知羌人之心。今若结羌人为援，虽未能克复中原，自陇而西，可断而有也。后主曰：轻骑欲伐魏，可尽忠竭力，勿堕锐气，以复正命。于是姜维领敕辞朝，同夏侯霸进到汉中，计议起兵。惟曰：可先前使去羌人楚通盟，然后出西平，进雍州。先筑2城于渠山之下，令兵守之，以为犄角之势。我等进发粮草于川口，依丞相旧制次第进兵。是年秋8月，先插蜀将巨安、李兴统引15000兵往渠山前连筑2城。巨安守东城，李兴守西城。早有细作报与雍州剌史郭淮，淮一面申报洛阳，一面遣副将陈泰引兵5万来渠山与蜀兵交战。巨安、李兴各引1军出营，因兵少不能抵敌，退入城中。泰令兵四面围住攻打，又以兵断其汉中粮道。巨安、李兴城中粮缺，郭淮自引兵一道，看了地势，欣然而喜。回到寨中，乃与陈泰计议曰：此城山势高阜，必然水少，须出城取水。若断其上流，蜀兵皆可死矣。遂令军士掘土堰断上流，城中果然无水。李兴引兵出城取水，雍州兵围困甚急。兴死战不能出，只得退入城去。举安城中亦无水，乃会了李兴，引兵出城，并在一处。大战良久，又败入城去。军士孤可。安与兴曰：将都督之兵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兴曰：我当舍命，杀出求救。遂引数10骑，开了城门，杀将出来。雍州兵四面围合，兴奋死冲突，方才得脱。只落得独自一人，身带重伤，余皆死于乱军之中。是夜北风大起，阴云不和，天降大雪。因此城内蜀兵分粮化雪而食。却说李兴杀出重围，从西山小路行了2日，正迎着姜维人马。兴下马伏地告曰：渠山2城皆被魏兵围困，绝了水道。幸得天降大雪，因此化雪度日，甚是危急。惟曰：无非就迟，唯惧羌兵未到，因此误了。遂令人送李兴入川养病。唯问夏侯霸曰：羌兵未到，魏兵围困渠山甚急，将军有何高见？霸曰：若等羌兵到渠山，2城皆陷矣。无料雍州兵进来渠山攻打，雍州城定然空虚，将军可引兵进往牛头山，超在雍州之后，郭淮、陈泰必回救雍州，则渠山之围自解矣。为大喜曰：此计最善。于是姜维引兵望牛头山而去。却说陈泰见李兴杀出城去了，乃谓郭淮曰：李兴若告急于姜维，姜维料吴大兵皆在渠山，必超牛头山袭吴之后。将军可引1军去取讨水，断绝蜀兵粮道。吴分兵一半，进往牛头山击之。彼若知粮道已绝，必然自走矣。郭淮从之，遂引1军暗取讨水。陈泰引1军进往牛头山来。却说姜维兵至牛头山，忽听得前军发喊，报说魏兵截住去路。为慌忙自到军前视之。陈泰大喝曰：汝欲袭吴雍州？
无以等候多时了，为怒挺枪纵马，直取陈泰。泰挥刀而迎，战不三合，泰败走，为挥兵掩杀，雍州兵退回，战住山头，为收兵就牛头山下寨。为每日令兵莫战，不分胜负。夏侯霸谓姜维曰：“此处不是久亭之所。一日交战，不分胜负，乃诱兵之计耳，必有异谋。不如战退，再作良图。”正言间，忽报郭淮引一军取讨水，断了粮道。为大惊，夏侯霸先退。为自断后，陈泰分兵5路赶来，为不据5路总口，站住卫兵。泰勒兵上山，矢石如雨。为急退到讨水之时，郭淮引兵杀来，为引兵往来冲突，卫兵阻其去路，密如铁桶。为奋死杀出，折兵大半，飞奔上阳平关来。前面又一军杀到，为首一员大将纵马骑刀而出。那人生的圆面大耳，方口厚唇，左目下生个黑瘤，瘤上生数十根黑毛，乃司马懿长子骠骑将军司马师也。为大怒曰：“孺子焉敢阻吾归路！”拍马挺枪，直来刺师。师挥刀相迎，止3合，杀败了司马师，为脱身进奔阳平关来。城上人开门放入姜维。司马师也来抢，两边伏弩齐发，一弩发10矢，乃武侯临终时所遗连弩之法也。正是南知此日3军败，独赖当年10矢传。未知司马师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空心元8回，丁奉雪中奋短兵，孙峻袭坚失秘计。却说姜维正走，惹司马师引兵拦截。原来姜维取雍州之时，郭淮飞报入朝，魏主与司马懿商议停当。懿遣长子司马师引兵5万前来雍州助战。师听知郭淮敌退蜀兵，师料蜀兵势弱，就来半路击之。只赶到阳平关，却被姜维用武侯所传连弩法，于两边暗伏连弩100余张，一弩发10矢，皆是要箭。两边弩箭齐发，前军连人带马射死，不知其数。司马师于乱军之中逃命而回。却说渠山城中，蜀将据安见援兵不至，乃开门将位。姜维折兵数万，领败兵回汉中屯扎。司马师自还洛阳。
至嘉平3年秋8月，司马懿染病，渐渐沉重，乃唤二子至榻前主曰：“吾是魏连官受太傅，人臣之位极矣。人皆以吾有意志，吾常怀恐惧。吾死之后，汝二人善理国政。”慎之。言其王。长子司马师，次子司马昭，二人申奏魏主曹芳。方后加祭葬，忧袭赠事。封师为大将军，总领尚书机密大事。昭为骠骑上将军。却说吴主孙权，先有太子孙登，乃徐夫人所生，于吴赤乌4年身亡，遂立次子孙和为太子，乃琅琊王夫人所生。何因与荆公主不睦，被公主所赠，全废之。何忧恨而死。又立3子孙亮为太子，乃潘夫人所生。此时陆逊、诸葛瑾皆亡，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诸葛恪。太和元年秋8月初1日，忽起大风，江海涌涛，平地水势。吴主先后所种松柏尽皆拔起，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，倒插在道上。权因此受惊成病。这年8月内，病沉重，乃召太傅诸葛恪、大司马吕带至榻前主以后事。主泣而薨，在位24年，寿71岁，乃蜀汉延熙15年也。后人有诗曰：“子然闭眼好英雄，能使臣僚肯尽忠。”24年兴大业，龙盘虎踞在江东。孙权既亡，诸葛恪立孙亮为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大兴元年。是权曰大皇帝，葬于蒋陵。早有细作探知其事，报入洛阳。司马师闻孙权已死，遂亦起兵伐吴。尚书复古曰：“吾有长江之险，先帝屡次征伐，皆不遂意。不如各守边疆，乃为上策。”诗曰：“天道30年一变，岂皇帝为鼎质乎？吾欲伐吴。”昭曰：“今孙权兴亡，孙亮又诺，其系正可成也。”遂令征南大将军王昶引兵10万攻东兴，镇南都督吴秋俭引兵10万攻武昌。3路进发，又遣弟司马昭为大都督，总领3路军马。是年冬10月，司马昭兵至东吴边界，屯驻人马，唤王昶、胡遵、吴秋俭到帐中记议曰：“东吴最紧要处，为东兴郡也。今他筑起大堤，左右又筑2城，以防巢湖后面攻击，诸公需要仔细。”遂令王昶、吴秋俭各引1万兵，列在左右，且勿进发。待取了东兴郡，那时一齐进兵。昶、俭2人受令而去，昭又令胡遵为先锋，总领3路兵前去，先搭浮桥，取东兴大堤。若夺得左右2城，便是大功。
尊领兵来搭浮桥。却说吴太傅诸葛恪听知魏兵三路而来，聚众商议。平北将军丁奉曰：东兴乃东吴紧要处所，若有失，则南郡、武昌为矣。恪曰：此论正合无益，公可就引3000水兵从江中去。吴随后令吕据、唐咨、刘缵各引1万步兵，分3路来接应。但听连珠炮响，一齐进兵，吴自引大兵后至。丁奉得令，即引3000水兵，分作30只船，往东兴而来。却说胡遵渡过浮桥，屯军于堤上，插环家、韩纵攻打2城。左城中乃吴将权一把守，右城中乃吴将刘略守把。此2城高峻坚固，急切攻打不下。权、刘2人见魏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死守城池。胡遵在徐州下寨。时值严寒，天降大雪，胡遵与众将设席高会，忽报水上有30只战船来到。遵出寨视之，见船将次傍岸，每船上约有100人。遂还帐中谓诸将曰：不过3000人耳，何足惧哉？指令不将哨探，仍前饮酒。丁奉将船一字而抛在水上，乃谓部将曰：大丈夫立功名，正在今日。遂令众军脱去衣甲，卸了头盔，不用长枪大戟，只带短刀。魏兵见之大笑，更不准备。忽然连珠炮响了3声，丁奉扯刀当先，一跃上岸。众军皆拔短刀，随奉上岸，砍入魏寨。魏兵措手不及，韩纵急拔帐前大戟迎之，早被丁奉抢入怀内，手起刀落，砍翻在地。桓家从左边转出，忙绰枪刺丁奉，被奉挟住枪杆。家弃枪而走，奉一刀飞去正中左肩，家望后便倒。奉赶上，就以枪刺之。3000吴兵在魏寨中左冲右突。胡遵即上马夺路而走。魏兵齐奔上浮桥，浮桥几段，大半落水而死。杀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数。车仗马匹军器皆被吴兵所获。司马昭、王昶、吴秋俭听知东兴兵败，亦勒兵而退。却说诸葛恪引兵至东兴，收兵赏劳已毕，乃据诸将曰：司马昭兵败北归，正好乘势进取中原。遂一面遣人击看入蜀，求将为进兵攻其北，许以平分天下。一面起大兵20万来伐中原。临行时，忽见一道白气从地而起，遮断3军，对面不见。讲言曰：此气乃白虹也，主丧兵之兆。太傅只可回朝，不可伐魏。恪大怒曰：汝安敢出不利之言，以慢吾军心？是武士斩之。众皆告免，恪乃贬讲言为庶人，仍催兵前进。丁奉曰：魏以新城为总隘口，若先取得此城，司马昭破胆矣。恪大喜，即攒兵直至新城。守城衙门将军张特见吴兵大至，闭门坚守，恪令兵四面围定。早有流星马报入洛阳，主不虞松告司马师曰：今诸葛恪困新城，且未可与战，吴兵远来，人多粮少，粮尽自走矣。待其将走，然后击之，必得全胜。但恐蜀兵犯境，不可不防。释然其言，遂令司马昭引一军驻郭淮防姜维。吴秋俭、胡遵拒驻吴兵。却说诸葛恪连月攻打新城不下，令众将并力攻城，怠慢者力斩。于是诸将奋力攻打城东北角江县。张特在城中定下一计，乃令一蛇便是击捧侧击，赴吴寨见诸葛恪，告曰：魏国之法，若敌人困城，守城将坚守100日而无救兵至，然后出城降敌者，家族不作罪。今将军围城已90余日，望起在榕树日，某主将竟率军民出城投降，今先据侧击城上。恪深信之，收了军马，遂不攻城。原来张特用缓兵之计，
轰退吴兵，遂拆城中房屋，余破城楚，修补完备，乃登城大骂曰：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粮，请将吾苟耶？仅战无妨。客大怒，催兵攻城。城下乱箭射下，客额上正中一箭，翻身落马，诸将救起还寨，金疮举发，众军皆无战心。又因天气抗炎，军士多病，客金疮稍可，欲催兵攻城。营吏告曰：人人皆病，安能战乎？客大怒曰：再说病者斩之。众军闻之，逃者无数。忽报都督蔡林引余部军头未去了。客大惊，自乘马便是个营，果见军士面色黄肿，各带病容，遂勒兵还无。早有细作报之吴秋俭，俭尽起大兵，随后掩杀，吴兵大败而归。客甚羞惭，托病不朝。吴主孙亮自信其宅问安，文武官僚皆来拜见。客恐人议论，先搜求众官将过失，轻则发移边方，重则斩首示众。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悚惧。又经心腹将张曰：托恩管御林军，以为牙爪。却说孙峻字子远，乃孙坚弟孙敬曾孙孙公之子也。孙权在日，甚爱之，命掌御林军马。今闻诸葛恪令张曰、朱恩二人掌御林军，夺其权，心中大怒。太常卿滕胤素与诸葛恪有隙，乃乘奸说峻曰：诸葛恪专权自虐，杀害公卿，将有不臣之心。公系宗室，何不早图之？峻曰：我有事心久矣，今当即奏天子，请止诛之。于是孙峻、滕胤入见吴主孙亮，密奏其事。亮曰：朕见此人亦甚恐怖，常欲除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卿等国有忠义，可密图之。应曰：陛下可设席召客，按服务武士于壁衣中，执杯为号，就席间杀之，以绝后患。亮从之。却说诸葛恪自兵败回朝，托病居家，心神恍惚。一日偶出中堂，忽见一人麻衣挂孝而入。客斥问之，其人大惊无措。客今拿下拷问，其人告曰：某因心丧父亲，入城请僧追荐。初见是寺院而入，却不想是太傅之府，却怎生来到此处也？客怒，召守门军士问之。军士告曰：某等数十人，皆合戈把门，未尝站离，并不见一人入来。客大怒，尽数斩之。是夜客睡卧不安，忽听得正堂中声响如霹雳。客自出视之，见中两者为两段。客今归寝室，忽然一阵阴风起处，见所杀披麻人与守门军士数十人，各提头所命。客今倒在地，良久方苏。次早洗面，闻水甚血臭。客斥侍婢，连换数十盆，皆臭无益。客正惊疑间，忽报天子有使至，宣太傅赴宴。客令安排车仗，方欲出府，有黄犬衔住衣服，嘤嘤作声，如哭之状。客怒曰：犬系我也。至左右逐去之，遂乘车出府。行不数步，见车前一道白虹，自地而起，如白练冲天而去。客甚惊怪。心腹将张约进车前密告曰：今日宫中设宴，未知好歹，主公不可侵入。客听罢，使令回车，行不到10余步，孙峻、滕胤乘马至车前曰：太传何故便回？客曰：吾忽然腹痛，不可见天子。应曰：朝廷为太傅君回，不曾面叙，故特设宴相召，兼议大事。太傅虽感贵样，还当勉强一行。客从其言，遂同孙峻、滕胤入宫。张约亦随入。客见吴主孙亮，施礼毕，就席而坐。亮命敬酒，客心仪，辞曰：病躯不生杯酌。孙峻曰：太传府中常服药酒，可取饮乎？客曰：可也。遂令从人回府取自制药酒到，客方才放心饮之。酒至数巡，吴主孙亮托事先起。孙峻下殿，
脱了长服这短衣，内披环甲，手提利刃上殿，大呼曰：天子有诏诛逆贼！诸葛恪大惊，直悲于地，欲拔剑迎之，头已落地。张约见郡斩客，挥刀来迎，郡即闪过刀尖，伤其左指。郡转身一刀砍中张约右臂，武士一齐涌出，砍倒张约，剁为肉泥。孙峻一面令武士收刻家卷，一面令人将张约并诸葛恪尸首用芦席包裹，以小车载出，弃于城南门外石子缸乱冢坑内。却说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，心神恍惚，动止不宁。忽一婢女入房，恪妻问曰：汝辨身如何血臭？其婢忽然反目切齿，飞身跳跃，头撞屋梁，口中大叫：吾乃诸葛恪也，被奸贼孙峻谋杀。恪何家老幼惊惶嚎哭。不一时，军马至，围住府地，将恪全家老幼俱扶至市曹斩首。时吴建兴2年冬10月也。袭诸葛瑾在日，见恪聪明尽显于外，叹曰：此子非保家之主也。又谓光禄大夫张继曾对司马师曰：诸葛恪不久死矣。师问其故，继曰：威震其主，何能久乎？至此果中其言。却说孙峻杀了诸葛恪，吴主孙亮封峻为丞相大将军、副春侯，总督中外诸军事。自此权柄尽归孙峻矣。且说姜维在成都接得诸葛恪书，欲求相助伐魏，遂入朝奏准后主复起大兵北伐中原。正是一度兴师未奏击，两番讨贼欲成功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一，空心元9回，混司马汉将其谋，废曹芳未加果报。蜀汉延熙16年秋，将军姜维起兵20万，令廖化、张翼为左右先锋，夏侯霸为参谋，张仪为运粮使，大兵出阳平关伐魏。维与夏侯霸商议曰：项取雍州，不克而还。今若再出，必又有准备。公有何高见？霸曰：陇上诸郡，只有南安钱粮最广，若先取之，足可为本。项者不克而还，干因羌兵不至。今可先遣人会羌人于陇右，然后进兵出石营，从董庭直取南安。为大喜曰：公言甚妙。遂遣阙正为使，击荆诸蜀警入羌，结好羌王。羌天弥当得了礼物，便起兵5万，令羌将鄂和绍各为大先锋，引兵南安来。魏左将军郭淮闻报，飞奏洛阳。司马师问诸将曰：谁敢去敌蜀兵？辅国将军徐直曰：某愿往。师素知徐直英勇过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令徐直为先锋，令司马昭为大都督，领兵往陇西进发。军至董庭，正遇姜维两军列成阵势。徐直使开山大斧出马挑战，蜀阵中廖化出营，战不数合，化脱刀败回，张翼纵马挺枪而迎。战不数合，又败入阵。徐直驱兵掩杀，蜀兵大败，退30余里。司马昭亦收兵回，各自下寨。姜维与夏侯霸商议曰：徐直勇甚，当以何策擒之？霸曰：来日诈败，以埋伏之计胜之。维曰：司马昭乃仲达之子，岂不知兵法？若君地势掩映，必不肯追。吾见魏兵垒刺断无粮道，今却用此计诱之，可斩徐直矣。遂唤廖化吩咐如此如此，又唤张翼吩咐如此如此。二人领兵去了。一面令军士于路撒下铁骑，寨外多排鹿角，是以久计。徐直连日引兵莫战，蜀兵不出。少马报司马昭说，蜀兵在铁笼山后，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，以为久计，只待羌兵策应。昭唤徐直，昔日所以胜蜀者，因断彼粮道也。今蜀兵在铁笼山后运粮，汝今夜引兵5000，断其粮道，蜀兵自退矣。徐直领令出更时分，引兵望铁笼山来，果见蜀兵200余人，驱100余头木牛流马，装载粮草而行。
魏兵一声喊起，徐直当先拦住，蜀兵尽弃粮草而走。直分兵一半押送粮草回寨，自引兵一半追来，追不到10里，前面车仗横截去路，直令军士下马拆开车仗，只见两边忽然火起，直急勒马回走，后面山僻窄狭处，亦有车仗截路，火光迸起，只等冒烟吐火，纵马而出。一声炮响，两路兵杀来，左有廖化，右有张翼，大杀一阵，魏兵大败。徐直奋死之身而走，人困马乏，正奔走间，前面一支兵杀到，乃姜维也。直大惊无措，被为一枪刺倒坐下马，徐直跌下马来，被众军乱刀砍死。直所分一半押粮兵，亦被夏侯霸所擒，尽将其众。霸将魏兵衣甲马匹，令蜀兵穿了，就令其坐，打着魏军旗号，从小路径奔回魏寨来。魏军见本部兵回，开门放入，蜀兵就寨中杀起。司马昭大惊，慌忙上马走时，前面廖化杀来，昭不能前进，急退时，姜维引兵从小路杀到。昭四下无路，只得勒兵上铁龙山据守。原来此山其有一条路，四下皆险峻难上，其上唯有一泉，只够100人之饮。此时昭手下有6000人，被姜维绝其路口，山上泉水不敷，人马枯竭。昭仰天长叹曰：吾死于此地矣。后人有诗曰：妙算姜维不等闲，为师受困铁笼间。庞涓驶入马陵道，项羽出围9里山。主簿王涛改曰：昔日耿恭受困，拜景而得其权。将军何不效之？昭从其言，遂上山顶泉边，再拜而祝曰：昭奉诏来退蜀兵，若昭何死，令甘泉枯竭，昭自当文景，教步军进将。如受禄魏中，愿苍天早起甘泉，以活众命。筑壁，泉水涌出，取之不竭，因此人马不死。却说姜维在山下困住魏兵，魏众将曰：即日丞相在上方谷，不曾捉住司马懿，无深为恨。今司马昭必被无情矣。却说郭淮听知司马昭困于铁笼山上，欲提兵来。陈泰曰：姜维会合羌兵，欲先取南安。今羌兵已到，将军若撤兵去救，羌兵必乘虚袭我后也。可先令人诈降羌人，于中取势。若退了此兵，方可救铁笼之围。郭淮从之，遂令陈泰引5000兵，进到羌王寨内，解甲而入，泣拜曰：郭淮妄自尊大，常有杀太之心，故来投降。郭淮军中虚实，某惧知之。只今夜愿引一军前去解寨，便可成功。如兵到魏寨，自有内应。糜当大喜，遂令鄂和少哥同陈泰来劫魏寨。鄂和少哥叫太将兵在后，金泰引羌兵为前部。至夜2更，进到魏寨，寨门大开。陈泰依计马先入。鄂和少哥奏马挺枪入寨之时，只叫得一声苦，连人带马跌在陷坑里。陈泰从后面杀来，郭淮从左边杀来，羌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，生者尽降。鄂和少哥自刎而死。郭淮、陈泰引兵直杀到羌人寨中，糜当大王即出帐上马时，被魏兵生擒活捉，来见郭淮。怀荒下马，亲去其传，用好言抚慰曰：朝言素以公为忠义，今何故助蜀人心也？糜会服罪。淮乃说糜当曰：公今为前部，去解铁笼山之围，退了蜀兵，吾奏准天子
自有后赐。糜当从之，遂引羌兵在前，魏兵在后，进奔铁龙山。时值3更，先令人报之姜维。维大喜，叫请入相见。魏兵多半杂在羌人部内。行到蜀寨前，韦令大兵皆在寨外屯扎，糜当引100余人到中军帐前。姜维、夏侯霸2人出营。魏将不等糜当开言，就从背后杀将起来。韦大惊，即上马而走。羌、魏之兵一齐杀入，蜀兵4分5落，各自逃生。韦手无器械，腰间悬有副弓箭，走得慌忙，箭皆落了，只有空捆。韦望山中而走，背后郭淮引兵赶来，见韦手无寸铁，乃纵马挺枪追之。看至近，韦须拽弓弦，连10余次。怀连躲数番，不见到，知为无箭，乃挂住钢枪，捻弓搭箭射之。韦急闪过，顺手接了，就扣在弓弦上。等怀追近，望面门上警力射去，怀应弦落马。韦勒回马来杀郭淮，魏军奏至。韦下手不及，只撤得怀枪而去。魏兵不敢追赶，急救怀归寨，拔出箭头，血流不止而死。司马昭下山引兵追赶，半途而回。夏侯霸随后逃至，与姜维一齐奔走。韦折了许多人马，一路收扎不住，自回汉中。虽然兵败，却射死郭淮，杀死徐直，错动魏国之威，将功补罪。却说司马昭犒劳羌兵，发遣回国去气，班师回洛阳，与兄司马师专制朝权，群臣莫敢不服。魏主曹芳每见师入朝，战栗不已，如针刺背。亦曰：方涉朝，见师挂剑上殿，慌忙下榻迎之。师笑曰：岂有君迎臣之礼也？请陛下稳便。须臾，群臣奏事，司马师据自剖断，并不起奏魏主。少时师退，昂然下殿，乘车出内，前遮后拥，不下数千人马，方退入后殿，故左右只有3人，乃太常下侯玄、中书令李丰、光禄大夫张继。既乃张皇后之父，曹芳之皇丈也。方斥退进士，同3人至密室商议。方执张继之手而哭曰：司马师视朕如小儿，去百官如草芥，社稷早晚必归此人矣。言泣大哭。李丰奏曰：陛下勿忧，臣虽不才，愿以陛下之明诏，据四方之英杰，剿此贼。夏侯玄奏曰：臣兄夏侯霸将属，因惧司马兄弟谋害故耳。今若剿除此贼，臣兄必回也。臣乃国家救妻，安敢坐视奸贼乱国？愿同奉诏讨之。方曰：但恐不能耳。3人哭奏曰：臣等是当同心讨贼，以报陛下。方脱下龙凤汗衫，
咬破指尖，写了血诏，授予张继，乃主曰：朕祖武皇帝朱董承，盖为机事不密也。卿等须谨慎，勿泄于外。封曰：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？臣等非董承之辈，司马师安鼻无足也。陛下忽疑。三人辞出，至东华门左侧，正见司马师带剑而来，从者数百人，皆持兵器。三人立于道旁。师问曰：汝三人退朝何迟？李丰曰：圣上在内廷观书，我三人是读故耳。师曰：所看何书？丰曰：乃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书也。师曰：上见此书，问何故事？丰曰：天子所问，伊尹扶商、周公摄政之事。我等皆奏曰：今司马大将军，即伊尹、周公也。师冷笑曰：汝等岂将吾比伊尹、周公？其心实指吾为王莽、董卓。三人皆曰：我等三人皆将军门下之人，安敢如此？师大怒曰：汝等乃口虞之人，世间与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？三人曰：实无此状。师斥曰：汝三人泪眼上红，如何抵赖？夏侯玄之事已泄，乃厉声大骂曰：吾等所哭者，唯汝威震其主，将谋篡逆耳。师大怒，斥武士捉夏侯玄。玄挥拳裸袖，尽击司马师，却被武士擒住。师今将个人搜检，于张继身畔搜出一龙凤汗衫，上有写字。左右丞与司马师。师斥之，乃密诏也。诏曰：司马师兄弟共持大权，将图篡逆，所行诏制皆非正义。各部官兵将上，可同帐忠义，讨灭贼臣，匡扶社稷。攻城之日，众加爵赏。司马师看毕，勃然大怒曰：原来汝等正欲谋害吾兄弟，情理难容。遂令将三人腰斩于市，灭其三族。三人骂不绝口。比邻东市中，牙齿竟被打落，个人含胡数骂而死。师直入后宫，魏主曹芳正与张皇后商议此事。皇后曰：系内廷耳目颇多，倘事泄露，必累妾矣。正言间，必见师入，皇后大惊。师暗见魏方曰：臣复立陛下为君，功德不在周公之下。臣视陛下，亦与伊尹何别乎？今反以恩为仇，以功为过，欲与二三小臣谋害臣兄弟，何也？方曰：朕无此心。师袖中取出汗衫，直之于地曰：此谁人所作耶？方魂飞天外，破散九霄，站立而答曰：此皆为他人所逼故也。朕岂敢兴此心？师曰：望诬大臣造反，当加何罪？方跪告曰：朕何有罪？望大将军恕之。师曰：陛下请起，国法未可废也。乃指张皇后曰：此是张继之女，理当除之。方大哭求免，师不从，斥左右将张后捉出，至东华门内，用白链绞死。后人有诗曰：当年扶后出宫门，显足哀嚎别至尊。司马今朝依此例，天教还报在儿孙。次日，司马师大会群臣曰：今主上荒淫无道，谢晋昌幽听信谗言，闭塞贤路，其罪甚于汉之昌邑，不能主天下。吾仅按伊尹、霍光之法，别立新君，以保社稷，以安天下，如何？众皆应曰：大将军行医，或之事，所谓应天顺人，谁敢违命？师遂同多官入永宁宫，奏闻太后。太后曰：大将军欲立何人为君？师曰：臣观彭城王曹据聪明仁孝，可以为天下之主。太后曰：彭城王乃老身之属，今立为君，我何以当之？今有高贵襄公曹髦，乃文皇帝之孙，此人温公克让，可以立之。卿等大臣从常记议。一人奏曰：太后之言是也，便可立之。众视之，乃司马师宗属司马孚也。师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贵襄公，请太后升太极殿。赵方责之曰：汝荒淫无度，借晋昌幽，不可成天下。
当纳夏喜寿，复其王之爵，目下启程，非宣诏不许入朝。方弃拜太后，纳了国宝，乘王车大哭而去。只有数员忠义之臣含泪而送。后人有诗曰：昔日曹蛮相汉时，妻他寡妇与孤儿。谁知40余年后，寡妇孤儿亦被妻。却说高贵襄公曹髦，字彦氏，乃文帝之孙，东海定王陵之子也。当日司马师以太后命宣制，文武官僚被銮驾于西堰门外拜迎。毛慌忙打礼，太尉王肃曰：主上不当打礼。毛曰：无一人臣也，安得不打礼乎？文武扶毛上辇入宫，毛辞曰：太后诏命，不知为何，吾安敢乘辇而入？虽不行至太极东堂。司马师迎叹，毛先下拜，师即扶起。问候几毕，引见太后。后曰：吾见汝年幼时，有帝王之相。汝今可为天下之主，务须恭俭节用，不得世人呼入先帝也。毛再三谦辞。师令文武请毛出太极殿，谥日历为新君，改嘉平6年为正元元年，大赦天下。驾大将军司马师黄钺入朝不趋，奏事不明，待见上殿。文武百官各有封赐。正元2年春正月，有细作飞报，说镇东将军吴秋俭、扬州刺史文钦以废主为名，起兵前来。司马师大惊。正是汉臣曾有秦王志为江海兴讨贼师，未知如何迎敌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空心元回，文鸯单骑退雄兵，将为背水破大敌。却说魏正元2年正月，扬州刺史镇东将军领淮南军马吴秋俭，字仲文，河南闻喜人也。闻司马师善行费力之事，心中愤怒。长子吴秋殿曰：父亲官居方面，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国家有雷卵之为，安可晏然自守？简曰：吾儿之言是也。遂请刺史文钦商议。钦乃曹爽门下客。当日文简相请，即来拜谒。简邀入后堂，礼毕。说话间，简流泪不止。钦问其故。简曰：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天地反复，安得不伤心乎？钦曰：都督镇守方面，若肯仗义讨贼。钦愿舍死相助。钦中子文叔，小字阿央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常欲杀司马师兄弟，与曹爽报仇，今可令为先锋。简大喜，其实左有右手为是。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皆入寿春城，立一坛于西，载白马歃血为盟，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诏，令尽起淮南军马仗义讨贼。众皆乐服。简提6万兵屯于项城，文钦领兵2万在外为游兵，往来接应。简移袭诸郡，今各起兵相助。却说司马师左眼肉瘤不时痛痒，乃命医官割之，以药封闭，连日在服养病。帝闻淮南告急，乃请太尉王肃商议。肃曰：袭关云长威震华夏，孙权令吕蒙袭取荆州，抚恤将士家属，因此关公军事瓦解。今淮南将士家属皆在中原，可及抚恤，更以兵断其归路，必有土崩之势矣。师曰：公言极是，但吾心歌目流，不能自往。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稳。时中书侍郎钟会在侧进言曰：淮楚兵强，其锋甚锐。若遣人领兵去退，多事不利。倘有疏虞，则大事废矣。师决然起曰：非吾自往，不可破贼。遂留弟司马昭守洛阳，总摄朝政。师乘阮瑜带病东行。令镇东将军诸葛诞、总督豫州诸军从安丰经取寿春。又令征东将军胡遵领青州诸军出乔宋之地，绝其归路。又遣豫州刺史监军王基领前步兵，先取镇南之地。
师领大军屯于襄阳，距文武于帐下商议。光禄勋正褒曰：吴秋俭好谋而无断，文卿有勇而无志。今大举出其不意，江淮之卒锐气正盛，不可轻敌。只宜深沟高垒，以挫其锐，此亚夫之长策也。兼君王讥曰：不可。淮南之反，非君民思乱也，皆因吴秋俭势力所逼，不得已而从之。若大军依临，必然瓦解。师曰：此言甚妙。遂进兵于引阴水之上，中军屯于阴水桥。姬曰：南顿极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，若迟则吴秋俭必先至矣。师遂令王姬前部兵来南顿下寨。却说吴秋俭在项城，闻知司马师自来，乃聚众商议。先锋葛雍曰：南顿之地依山傍水，极好屯兵。若魏兵先战，难以驱遣，可速取之。简从其言，起兵投南顿来。正行之间，前面流星马报说南顿已有人马下寨。简不信，自到军前视之，果然旌旗片野，营寨齐整。简回到军中，无计可施。忽哨马飞报，东吴孙峻提兵渡江袭寿春来了。简大惊曰：寿春若失，吾归何处？是夜退兵于项城。司马师见吴秋俭军退，俱多关商议。上书复古曰：今简兵退者，犹无人袭寿春也，必回项城分兵据守。将军可令一军取乐嘉城，一军取项城，一军取寿春，则淮南之卒必退矣。兖州刺史邓艾足智多谋，若领兵进取乐嘉，更以重兵应之，破贼不难也。师从之，即遣使持檄文，叫邓艾起兖州之兵破乐嘉城，师随后引兵到彼会合。却说吴兵简在项城，不时差人去乐嘉城哨探，只恐有兵来，请文卿到营共议。卿曰：都督勿忧，我与卓子文鸯只消5000兵，敢保乐嘉城。简大喜，卿父子引5000兵投乐嘉来。前军报说乐嘉城西皆是魏兵，约有万余。遥望中军，白毛黄月，造盖诸帆，簇拥虎帐。内竖立一面锦绣帅字旗，此必司马师也。安立营寨，尚未完备。时文鸯悬鞭立于腹侧，闻之此语，乃告父曰：趁彼营寨未成，可分兵两路，左右击之，可全胜也。卿曰：何时可去？鸯曰：今夜黄昏，复引2500兵从城南杀来，而引2500兵从城北杀来。3更时分，要在魏寨会合。卿从之，当晚分兵两路。且说文鸯年方18岁，身长8尺，全装贯甲，腰悬钢鞭，绰枪上马，遥望魏寨而进。是夜司马师兵到乐嘉，立下营寨，等邓艾未至。师为眼下心割肉流，窗口疼痛，卧于帐中，令数百甲士环立护卫。3更时分，忽然寨内喊声大震，人马大乱。师即问之，人报曰：一军从寨北斩为直入，为守一江，永不可当。师大惊，心如火烈，眼珠从肉瘤窗口内迸出，血流遍地，疼痛难当。又恐有乱军心，只咬背头而忍，被皆咬烂。原来文鸯军马先到，一涌而进，在寨中左冲右突，所到之处，人不敢当。有相拒者，枪槊鞭打，无不被杀。鸯指望复道，以为外应，并不见来。数番杀到中军，皆被弓弩射回。鸯直杀到天明，只听得北边鼓角喧天。鸯回顾从者曰：父亲不在南面为应，却从北至，何也？鸯纵马看时，只见一军行如猛风，为首一将，乃邓艾也。纵马横刀，大呼曰：反贼休走！鸯大怒，挺枪迎之。战有50合，不分胜败。正斗间，魏兵大进，前后夹攻。鸯部下兵各自逃走，只闻鸯单人独马冲开魏兵，望南而走。
背后数百员将抖擞精神，纵马追来。将至乐家桥边，看看赶上。央忽然勒回马，大喝一声，直冲入魏江阵中来，钢鞭齐杵，纷纷落马，各自退。央复缓缓而行。魏将聚在一处，惊讶曰：“此人尚敢退我等之众耶？可并力追之。”于是魏将百员复来追赶。央勃然大怒曰：“鼠辈何不惜命也！”提鞭拨马，杀入魏将丛中，用鞭打死数人，复回马缓辔而行。魏将连追4、5番，皆被文鸯一人杀退。后人有诗曰：“长坂当年独据曹，子龙从此显英豪。乐家城内争风楚，又见文鸯胆气高。”原来文钦被山路崎岖，迷入谷中。行了半夜，子即寻路而出，天色已晓，文鸯人马不知所向。共见魏兵大胜，亲不战而退。魏兵乘势追杀，亲引兵望寿春而走。却说魏殿中校尉尹大木，乃曹爽心腹之人。因爽被司马懿谋杀，故是司马师常有杀师报爽之心。又素与文钦交厚，今见师眼流突出，不能动止，乃入帐告曰：“文钦本无反心，今被吴秋俭逼迫，以致如此。某去说之，必然来降。”师从之。大木顶盔贯甲，乘马来赶文钦。看看赶上，乃高声大叫曰：“文刺史见尹大木麻！”钦回头视之，大木除盔放于鞍，左隔右桥之前，以鞭指曰：“文刺史何不忍耐数日也？”此事大木之师将往，故来留钦。钦不解其意，厉声大骂，便欲开弓射之。大木大哭而回。钦收聚人马奔寿春时，已被诸葛诞引兵取了。却复回向城时，胡遵、王基、邓艾3路兵皆到。钦见势为，遂投东吴孙峻去了。却说吴秋俭在项城内，听知寿春已失，闻钦事败，城外3路兵到，简遂尽撤城中之兵出战。正与邓艾相遇，简令葛雍出马，与艾交锋，不一合，被艾一刀斩之，引兵杀过阵来。吴秋俭死战相拒，江淮兵大乱。胡遵、王基引兵四面夹攻，吴秋俭敌不住，引10余骑夺路而走。前至慎县城下，县令宋白开门迎入，设席待之。简大醉，被白令人杀了，将头献于魏兵。于是淮南平定，司马师卧病不起，唤诸葛诞入帐，赐以应寿加为征东大将军、都督扬州诸路军马。一面班师回许昌，师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见李丰、张继、夏侯玄3人立于榻前。师心神恍惚，自料难保，遂令人往洛阳取司马昭到。昭哭拜于床下。师遗言曰：“吾今权重，虽欲谢坚，不可得也。汝既我为之，大事切不可轻托他人，自取灭族之祸。”言讫，以应寿付之，泪流满面。昭正欲问时，师大叫一声，眼睛迸出而死，时正元2年2月也。于是司马昭发丧，申奏魏主曹髦。毛遣使持诏到许昌，即命暂留司马昭屯军许昌，以防东吴。昭心中犹豫未决，钟会曰：“大将军兴亡，人心未定，将军若留守于此，万一朝廷有乱，悔之何及？”昭从之，即起兵还屯洛水之南。毛闻之大惊。太尉王肃奏曰：“昭既继其兄长大权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”毛遂令王肃持诏，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。昭入朝谢恩毕。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归于昭。却说西蜀细作，少知此事，报入成都。姜维奏后主曰：“司马师兴亡，司马昭出握重权，必不敢擅离洛阳。臣请呈荐伐魏，以复中原。”后主从之，遂命姜维兴师伐魏。为到汉中，整顿人马。征西大将军张翼曰：“蜀地浅狭，钱粮浅薄，不宜远征，不如据险守分，恤君爱民，此乃保国之计也。”
为曰不然，昔丞相未出茅庐，以定三分天下，然其六出祁山以图中原。不幸半途而丧，以致功业未成。今吾既受丞相一命，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，虽死而无恨也。今未有戏可成，不就此时伐之，更待何时？夏侯霸曰：将军之言是也，可将轻骑先出包罕，若得陶溪、南安，则诸郡可定。张翼曰：向者不克而还，皆因君出甚迟也。兵法云：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今若火速进兵，使魏人不能提防，必然全胜矣。于是姜维引兵5万，望包罕进发。兵至桃水，守边军士报之雍州刺史王经、副将军陈泰。王经先骑马步兵7万来迎。姜维吩咐张翼如此如此，又吩咐夏侯霸如此如此，二人领计去了，韦乃自引大军备桃水列阵。王经引数员牙将出而问曰：魏与吴属几成鼎足之势？如累次入寇，何也？为曰：司马师无故废主，邻邦礼仪问罪，何况仇敌之国乎？今回顾张明、花勇、刘达诸方四将曰：蜀兵背水为阵，败则没于水矣。姜维、骁勇、汝四将可战之，彼若退动，便可追击。四将分左右而出，来战姜维。维略战术和，拨回马望本营便走。王经大驱士马一齐赶来，韦引兵望逃西而走。将刺进水，大呼将士曰：是急矣！诸将何不努力？众将一齐奋力杀回，魏兵大败。张翼、夏侯霸超在魏兵之后，分两路杀来，把魏兵困在该心。韦奋武扬威，杀入魏军之中，左冲右突，魏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大半，逼入桃水者无数，斩首万余，累尸数里。王经引败兵百骑，奋力杀出，尽往狄道城而走。奔入城中，闭门保守。姜维大获全功，靠军几壁，便欲进兵攻打狄道城。张翼谏曰：将军攻击已成，威声大振，可以止矣。今若前进，倘不如意，正如画蛇添足也。维曰：不然，向者兵败，尚欲进取纵横中原。今日桃水一战，魏人胆烈，无料敌道唾手可得，汝勿自堕其志也。张翼再三劝谏，维不从，勒兵来取狄道城。却说雍州征西将军陈泰正欲起兵与王经报兵败之仇，忽兖州刺史邓艾引兵到。泰接着礼毕，艾曰：今奉大将军之命，特来助将军破敌。泰问计于邓艾，艾曰：桃水得胜，若招羌人之众东征关陇，传习四郡，此无兵之大患也。今彼不思如此，却图敌道城，其城垣坚固，急切难攻，空劳兵费力耳。吾今陈兵于项岭，然后进兵击之，蜀兵必败矣。陈泰曰：真妙论也。遂牵拨20队兵，每队50人，尽带旌旗、鼓角、烽火之类，日伏夜行，去敌道城东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。只待兵来，一齐鸣鼓吹角为应，夜则举火放炮以惊之。调度已毕，专候蜀兵到来。于是陈泰、邓艾各引2万兵相继而进。却说姜维围住敌道城，令兵八面攻之，连攻数日不下，心中郁闷，无计可施。是日黄昏时分，忽3、5次流星马报说，有2路兵来，其上明书大字。一路是征西将军陈泰，一路是兖州刺史邓艾。为大惊，遂请夏侯霸商议。霸曰：吾向常为将军言，邓艾自幼深明兵法，善晓地理。今领兵到，颇为劲敌。惟曰：彼军远来，我休容他驻脚，便可击之。即留张翼攻城，命夏侯霸引兵迎陈泰。惟自引兵来迎邓艾。行不到5里，忽然东南一声炮响，鼓角震地，火光冲天。惟纵马看时，只见周围皆是魏兵旗号。惟大惊曰：中邓艾之计矣。遂传令叫夏侯霸、张翼各弃敌道而退。
于是蜀兵皆退归汉中。韦自断后，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。韦退入剑阁之时，方知火鼓20余处皆虚设也。韦收兵退屯于中提。且说后主因姜维有讨西之功，降诏封为大将军。韦受了职，上表谢恩毕，再议出师伐魏之策。正是成功不避天蛇足，讨贼犹思奋虎威。未知此番北伐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11回，邓氏载至拜姜伯约诸葛诞议讨司马昭。却说姜维退兵屯于中提，魏兵屯于狄道城外。王经迎接陈泰、邓艾入城，拜谢解围之事，设宴相待，大赏3军。泰将邓艾之功，深奏魏主曹髦。毛封艾为安西将军，驾节领护东羌校尉，同陈泰屯兵于雍、梁等处。邓艾上表谢恩毕，陈泰设宴与邓艾拜贺曰：“姜维夜遁，其力已竭，不敢再出矣。”艾笑曰：“无料蜀兵其必出有五。”泰问其故，艾曰：“蜀兵虽退，终有乘胜之势。吴兵中有弱败之时，其必出亦也。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，容易调遣。吴将不时更换，军又训练不熟，其必出二也。蜀人多以船行，吴军皆是汉地，劳役不同，其必出三也。狄道、陇西、南安、岐山4处，皆是守战之地。蜀人或声东击西，指南攻北，吴兵必须分头把守。蜀兵合为一处而来，以一分当我4分，其必出4也。若蜀兵自南安、陇西，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；若出岐山，则有麦可就食，其必出5也。陈泰叹服曰：“公料敌如神，蜀兵何足虑哉？”于是陈泰与邓艾结为忘年之交。艾遂将雍、梁等处之兵每日操练，各处隘口皆立营寨，以防不测。却说姜维在中提大设筵宴，汇集诸将，商议伐魏之事。令使樊建谏曰：“将军屡出，未获全胜。今日讨西之战，魏人既服威名，何故又欲出也？万一不利，前功尽弃。”维曰：“汝等只知魏国地宽人广，极不可得，却不知攻魏者有无可胜。”众问之，维答曰：“彼讨西一败，挫尽锐气，吴兵虽退，不曾损折，今若进兵，亦可胜也。吴兵船载而进，不致劳困，彼兵从汉地来迎，二可胜也。吴兵久经训练之众，彼皆鸟合之徒，不曾有法度，三可胜也。吴兵自出祁山，超略丘谷为食，四可胜也。彼兵虽各守备，军刀分开，吴兵一处而去，彼安能救？无可胜也。不在此时伐魏，更待何时耶？”夏侯霸曰：“爱年虽幼，而计谋深远。晋封为安西将军之职，必于各处准备，非同往日矣。”维厉声曰：“吾何谓彼哉？公等修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吾意已决，必先取陇西。”众不敢谏。维自领前部，令众将随后而进。于是蜀兵尽离中提，杀奔祁山来。少马报说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9个寨棚。维不信，引述其凭高望之，果见祁山9寨势如长蛇，首尾相顾。维回顾左右曰：“夏侯霸之言，信不诬矣。此寨形势绝妙，只吾师诸葛丞相能之。今观邓艾所为，不在吾师之下。”遂回本寨，唤诸将曰：“魏人既有准备，必知吾来矣。无料邓艾必在此间，汝等可须张无旗号，据此谷口下寨，每日令100余骑出哨。每出哨一回，换一番衣甲，旗号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5方旗帜更换。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，进袭南安去也。”遂令鲍肃屯于祁山谷口，为禁律大兵往南安进发。却说邓艾之蜀兵出祁山，早与陈泰下寨准备。见蜀兵连日不来莫战，一日5番哨马出寨，或10里或15里而回。
爱平高望毕，慌入帐与陈泰曰：姜维不在此间，必取董廷袭南安去了。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，更换衣甲，往来哨探，骑马皆困乏，主将必无能者。陈将军可引一军攻之，其寨可破也。破了寨山，便引兵袭董廷之路，先断姜维之后。吾当先引一军救南安，进取武城山。若先占此山头，姜维必取上邽。上邽有一谷，名曰断谷，地狭山险，正好埋伏。彼来征武城山时，吾先伏两军于断谷，破为必矣。太曰：吾守陇西20-30年，未尝如此明察地理。公之所言，真神算也。公可速去，吾自攻此处寨山。于是邓艾引军星夜背道而行，进到武城山。下寨已毕，蜀兵未到，即令子邓忠与帐前校尉施齐各引5000兵，先去断谷埋伏，如此而行。二人受计而去。艾令偃旗袭谷，以待蜀兵。却说姜维从董廷望南安而来，至武城山前，谓夏侯霸曰：近南安有一山，名武城山。若先得了，可夺南安之势。只恐邓艾多谋，必先提防。正疑虑间，忽然山上一声炮响，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旌旗遍数，皆是卫兵。中央风飘起一黄旗，大书邓艾字样。蜀兵大惊，山上数处精兵杀下，势不可当，前军大败。惟急虑中军人马去救时，卫兵已退。惟直来武城山下诺邓艾战，山上卫兵并不下来。唯令军士辱骂，至晚方欲退军，山上鼓角齐鸣，却又不见卫兵下来。唯欲上山冲杀，山上炮石甚严，不能得进。守至3更，欲回，山上鼓角又鸣。唯移兵下山屯扎。彼即令军搬运木石，方欲树立围寨，山上鼓角又鸣，卫兵奏至。蜀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退回旧寨。次日，姜维令军士运粮草车仗至武城山，穿连排定，欲立起寨山，以为屯兵之计。是夜2更，邓艾令500人各执火把，分两路下山，放火烧车仗。两兵混杀了一夜，营寨又立不成。为复引兵退，再与夏侯霸商议曰：南安未得，不如先取上邽。上邽乃南安屯粮之所，若得上邽，南安自危矣。遂留霸屯于武城山。为尽引精兵猛将，进取上邽。行了一宿，将及天明，见山势狭峻，道路崎岖，乃问向导官曰：此处何名？答曰：断谷。为大惊曰：其名不美，断谷者断谷也。倘有人断其谷口，如之奈何？正踌躇未决，忽报前军来报，山后尘头大起，必有伏兵。为即令退兵，师纂、邓忠两军杀出。为且战且走，前面喊声大震，邓艾引兵杀到，3路夹攻，蜀兵大败。幸得夏侯霸引兵杀到，卫兵方退，救了姜维，欲再往岐山。霸曰：岐山寨已被陈泰打破，报速阵亡，全寨人马皆退回汉中去了。唯不敢取董廷，即投山僻小路而回。后面邓艾急追，唯令诸军前进，自为断后。正行之际，忽然山中一军突出，乃魏将陈泰也。卫兵一声喊起，将姜维应在核心。为人马困乏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荡寇将军张仪闻姜维受困，引数百骑杀入重围，为因乘势杀出，疑被魏兵乱箭射死。为得脱重围，复回汉中。因感张仪忠勇，没于王室，乃表赠其子孙。于是蜀中将士多有阵亡者，皆归罪于姜维。为赵武侯皆停就立，乃上表自贬为后将军，行大将军事。却说邓艾见蜀兵退尽，乃与陈泰设宴相贺，大赏3军。太表邓艾之功，司马昭遣使持节加爱官爵，赐印绶，并封其子邓忠为亭侯。时魏主曹髦改正元3年为甘露元年。
司马昭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，出入常令3000铁甲骁将前后簇拥，以为护卫。一应事务不奏朝廷，就于相府裁处。自此常怀篡逆之心。有一新妇人姓贾，名冲，字公驴，即顾建威将军贾逵之子，为昭府下长史。冲与昭曰：今主公掌握大柄，四方人心必然未安，且当暗访，然后徐图大事。昭曰：吾正欲如此，如可为我东行，只推慰劳出征军事为名，以探消息。贾充领命，进到淮南，入见镇东大将军诸葛诞。诞字公修，乃琅琊南阳人，及武侯之族弟也。相仕于魏，因武侯在蜀为相，因此不得重用。后武侯身亡，但在魏立重职，封高平侯，总摄两淮军马。当日贾充托名劳军，至淮南见诸葛诞，诞设宴待之。酒欲半酣，充以言挑诞曰：近来洛阳诸贤，皆以主上没弱，不堪为君。司马大将军三世辅国，功德弥天，可以禅代魏统。魏审君意若何？诞大怒曰：如乃贾豫州之子，事时未露，安敢出此乱言？充谢曰：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。诞曰：朝廷有难，吾当以死报之。充默然。次曰辞归，见司马昭细言其事。昭大怒曰：蜀辈安敢如此？充曰：但在淮南，深得人心，久必为患，可速除之。昭遂暗发密书与扬州刺史岳琛，一面遣使击赵征诞为司空。诞得了诏书，己知是贾充告变，遂捉来使拷问。使者曰：此事乐琛知之。诞曰：他如何得之？使者曰：司马将军已令人到扬州送密书与岳琛矣。诞大怒，斥左右斩了来使，遂起部下兵1000人，杀奔扬州来。将至南门，城门已闭，吊桥拽起。诞在城下叫门，城上并无一人回答。诞大怒曰：岳琛匹夫，安敢如此？遂令将士打城。手下10余骁骑下马渡河，飞身上城，杀散军士，大开城门。于是诸葛诞引兵入城，乘风放火，杀至琛家。琛慌上楼避之，诞提剑上楼，大喝曰：汝负乐尽，昔日受魏国大恩，不思报本，反欲顺司马昭耶？琛未及回言，为诞所杀。一面具表述司马昭之罪，使人申奏洛阳。一面大据两淮屯田户口10余万，并扬州新将兵4万余人，积草屯粮，准备进兵。又令长史吴刚送子诸葛、左水右亮入吴为职求援，务要合兵诛讨司马昭。此时东吴丞相孙峻病亡，从弟孙林辅政。琛字子通，为人强暴，杀大司马腾乱、将军吕据、王敦等，因此权柄皆归于琛。吴主孙亮虽然聪明，无可奈何。于是吴刚将诸葛、左水右亮至石头城，入拜孙林。琛问其故，刚曰：诸葛诞乃蜀汉诸葛武侯之族弟也，相视魏国。今见司马昭欺君罔上，废主弄权，欲兴师讨之，而力不及，故特来归降。诚恐无凭，专送亲子诸葛亮为职。伏望发兵相助。琛从其顶，便遣大将权益、权端为主将，于权为河后，朱毅、唐咨为先锋，文钦为向导，起兵7万，分3队而进。吴刚回寿春报之诸葛诞，诞大喜，遂陈兵准备。却说诸葛诞表文到洛阳，司马昭见了大怒，欲自王讨之。贾充谏曰：主公承父兄之基业，恩德未及四海，今弃天子而去，若一朝有变，后悔何及？不如奏请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，可保无虞。昭喜曰：此言正合吾意。诸葛左水右亮遂入奏太后曰：诸葛诞谋反，臣新文武官僚计议停当，请太后同天子御驾亲征，以继先帝之遗意。太后畏惧，只得从之。次日，昭请魏主曹髦启程。
毛曰：大将军都督天下军马，任从调遣，何必朕自行也？昭曰：不然。昔日五祖纵横四海，文帝、明帝有包括自纣之志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凡遇大敌，必须自行。陛下正宜追配先君，扫清故孽，何自谓也？毛谓威权，只得从之。昭遂下诏尽其两都之兵26万，命镇南将军王基为正先锋，安东将军陈谦为副先锋，监军时包为左军，兖州刺史周泰为右军，保护车驾，浩浩荡荡杀奔淮南而来。东吴先锋朱毅引兵迎敌，两军对员，魏军中王基出马，朱毅来迎。战不三合，朱毅败走。唐咨出马，战不三合，亦大败而走。王基驱兵掩杀，吴兵大败，退50里下寨，报入寿春城中。诸葛诞自引本部锐兵，会合文钦并二子义文鸯、义文虎，雄兵数万，来敌司马昭。正是方见吴兵锐气堕，又看魏将进兵来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12回，救寿春于权死节，取长城伯约凿兵。却说司马昭闻诸葛诞会合吴兵前来决战，乃召散骑常使飞秀、黄门四郎钟会商议破敌之策。钟会曰：吴兵之助诸葛诞，实为利也。以利诱之，则必胜矣。昭从其言，遂令石苞、周泰引两军于石头城埋伏，王基、陈谦领精兵在后，却令偏江城翠引兵数万先去诱敌。又令陈俊引车仗牛马驴骡装载赏军之物，四面聚集于阵中，如敌来则弃之。是日诸葛诞令吴将朱毅在左，文钦在右。见魏阵中人马不整，但乃大驱士马进进。城卒退走，但驱兵掩杀，见牛马驴骡遍满郊野，南兵争取，无心恋战。忽然一声炮响，两路兵杀来，左有石苞，右有周泰。但大惊，急欲退时，王基、陈谦精兵杀到，但兵大败。司马昭又引兵接应，但引败兵奔入寿春，闭门坚守。昭令兵四面围困，兵力攻城。时吴兵退屯安丰，魏主车驾驻于项城。钟会曰：今诸葛诞虽败，寿春城中粮草尚多，更有吴兵屯安丰以为犄角之势。今吴兵四面攻围，彼缓则坚守，急则死战。吴兵或乘势夹攻，吴军无益，不如三面攻之，留南门大路，容贼自走。走而击之，可全胜也。吴兵远来，粮必不济，我引轻骑超在其后，可不战而自破矣。昭抚会备曰：君真吴之子防也。遂令王基撤退南门之兵。却说吴兵屯于安丰，孙林唤朱毅责之曰：亮夷寿春城不能救，安可并吞中原？如再不胜必斩。朱毅乃回本寨商议。于权曰：今寿春南门不围，某愿领一军从南门入去，助诸葛诞守城。将军与魏兵挑战，我却从城中杀出，两路夹攻，魏兵可破矣。毅然其言。于是权义、权端、文钦等皆愿入城。遂同于权引兵1万，从南门而入城。魏兵不得将令，未敢轻敌，任吴兵入城，乃报之司马昭。昭曰：此欲与朱毅内外夹攻，以破我军也。乃召王基、陈谦吩咐曰：如可引5000兵截断朱毅来路，从背后击之。二人领命而去。朱毅正引兵来，忽背后喊声大起，左有王基，右有陈谦，两路军杀来，吴兵大败。朱毅回见孙林，林大怒曰：累兵之将，要汝何用？是军士推出斩之。又责权端子权一曰：若退不得魏兵，汝父子休来见我。于是孙林自回建业去了。钟会与昭曰：今孙林退去，外无救兵，诚可为矣。昭从之，遂催兵攻围。权一引兵杀入寿春，见魏兵势大，寻思进退无路，遂将司马昭、昭嘉一为偏将军，
一感昭恩德，乃修家书与父权端，孰权一言孙陵不仁，不若将尉将书射入城中。义的医书，遂与端引数千人开门出将。诸葛诞在城中忧闷，谋士蒋班交一进言曰：城中粮少兵多，不能久守，可虑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。诞大怒曰：吾欲守，汝欲战，莫非有一心乎？再言必斩。二人仰天长叹曰：诞将亡矣！我等不如早降，免致一死。是夜二更时分，蒋交二人于城将尉司马昭重用之。因此城中虽有敢战之士，不敢言战。但在城中见魏兵四下筑起土城，以防淮水，指望水泛冲倒土城，驱兵击之。不想自秋至冬，并无淋雨，淮水不泛。城中看看梁境，文钦在小城内与二子坚守，见军事渐渐恶倒，只得来告诞曰：粮草尽绝，军事恶损，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，以省其时。诞大怒曰：汝教我进去北军，欲谋我耶？是推出斩之。文鸯、文虎见父被杀，各拔短刀，力杀数十人，飞身上城，一跃而下，越豪父为寨投降。司马昭恨文鸯昔日担其退兵之仇，欲斩之。钟会谏曰：罪在文钦，今文钦已亡，二子是穷来归，若杀将将，是奸城内人之心也。昭从之，遂召文鸯、文虎入帐，用好言抚慰，赐骏马锦衣，加为偏将军，封关内侯。二子拜谢上马，绕城大叫曰：我二人蒙大将军赦罪赐爵，汝等何不早降？城内人闻言，皆计议曰：文鸯乃司马氏仇人，尚且重用，何况我等乎？于是皆欲投降。诸葛诞闻之大怒，日夜自来巡城，以杀为威。钟会知城中人心已变，乃入帐告昭曰：可乘此时攻城矣。昭大喜，遂击三军四面云集，一齐攻打。守将曾宣献了北门，放魏兵入城。但知魏兵已入，荒引魔自下石改毛数百人，自城中小路突出，至吊桥边，正撞着胡遵，手起刀落，斩诞于马下，数百人皆被俘。王基引兵杀到西门，正欲吴将于权。姬大喝曰：何不早降？权大怒曰：受命而出，为人救难，既不能救，又降他人，亦所不为也。乃直窥于地，大呼曰：人生在世，得死于战场者，幸耳。即挥刀死战30余合，人困马乏，为乱军所杀。后人有诗赞曰：司马当年为寿春，将兵无数败车臣。东吴虽有英雄士，谁及于权肯杀身？司马昭入寿春，将诸葛诞老小尽皆枭首，灭其三族。武士将所擒诸葛诞不足数百人俘至。昭曰：汝等将否？众皆大叫曰：愿与诸葛公同死，绝不降汝。昭大怒，斥武士尽搏于城外，逐一问曰：降者免死。并无一人言降，直杀至尽，终无一人降者。昭身家叹息不已，令皆埋之。后人有诗叹曰：中军始至不偷生，诸葛公休帐下兵。陆歌声应未断，遗宗直欲祭田横。却说吴兵大半将尉，飞袖告司马昭曰：吴兵老小，尽在东南江淮之地，今若留之，久必为变，不如坑之。钟会曰：不然。古之用兵者，全国为上，戳其元恶而已。若尽坑之，是不仁也。不如放归江南，以显中国之宽大。昭曰：此妙论也。遂将吴兵尽皆放归本国。唐咨因惧孙陵，不敢回国，一来投魏。昭皆重用，令分布三河之地。淮南已平，正欲退兵，忽报西蜀将为引兵来取长城，邀劫粮草。昭大惊，与多官计议退兵之策。时蜀汉延熙20年，改为景耀元年。姜维在汉中选川江2员，每日操练人马，一是讲书，一是赋签，两人颇有胆勇，为甚爱之。
故报淮南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，东吴孙林助之，昭大起两淮之兵，将魏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。为大喜曰：吾今番大事既矣。遂表奏后主，愿兴兵伐魏。中散大夫谯周听之，叹曰：近来朝廷溺于酒色，信任中贵皇后，不理国事，只图欢乐。伯曰：累欲征伐，不恤军事，国将危矣。乃作《仇国论》一篇，寄与姜维。维拆封视之，论曰：或问古往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数何如？曰：楚大国无患者，恒多慢；楚小国有忧者，恒思善。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智，礼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，据郡蓄众，以弱必强，此其数也。或曰：囊者楚强汉弱，约分鸿沟，张良以为明志既定，则难动也。律兵追与，终必向事，岂必由文王拒谏之事乎？曰：商周之际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之故，当此之时，虽有汉祖，安能仗剑取天下乎？今秦霸侯至守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于是豪杰并争。今我与彼皆传国义事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时有六国并据之势，故可为文王，难为汉祖。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。故汤武之师，不在战而克，成众民劳而度时神也。如遂及武独争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，不能谋之矣。姜维看毕，大怒曰：此腐儒之论也。执之于地，遂提川兵来取中原。又问傅谦曰：以攻度之，可出何地？谦曰：魏屯粮草，皆在长城，今可进取洛谷。渡神岭，直到长城，先烧粮草，然后直取秦川，则中原指日可得矣。惟曰：公之见与吾之计暗合也。即提兵进取洛谷，渡神岭，望长城而来。却说长城镇守将军司马望，乃司马昭之族兄也。城内粮草甚多，人马却少。望听之蜀兵到，即与王真、李鹏二将引兵离城20里下寨。次日蜀兵来到，望引二将出阵。姜维出马，指望而言曰：今司马昭迁主于军中，必有礼，却字幕改为人字旁，郭汜之意也。吾今奉朝廷明命，前来问罪，汝当早降。若还于迷，全家诛戳。望大声而答曰：汝等无礼，数犯上国，如不早退，令汝片甲不归。言未毕，望背后王真挺枪出马，蜀阵中傅谦出迎。战不十合，谦迈个破绽，王真便挺枪来刺。傅谦闪过，活捉真于马上，便回本阵。李鹏大怒，纵马抡刀来救。谦故意放慢，等李鹏将近，努力直真于地，按一改手至4愣铁，左襟右肩，在手。鹏赶上举刀待砍，傅谦偷身回顾，向李鹏灭门指一，左襟右肩，打得眼珠迸出，死于马下。王真被蜀军乱枪刺死。姜维驱兵大进，司马望弃寨入城，闭门不出。维下令曰：军士今夜且歇一宿，以养锐气，来日需要入城。次日平明，蜀兵争先大进，一涌至城下，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。城上草屋一派烧着，魏兵自乱。惟又令人取干柴堆满城下，一齐放火，烈焰冲天。城已将陷，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，声闻四也。正攻打之间，忽然背后喊声大震，维勒马回看，只见魏兵鼓噪摇旗，浩浩而来。维遂令后队为前队，自立于门旗下后之。只见魏阵中一小将全装冠带，挺枪纵马而出，年约20余岁，面如覆粉，唇似抹珠，厉声大叫曰：认得邓将军否？维自思曰：此必是邓艾矣。挺枪纵马而来，二人抖擞精神，战到30-40合，不分胜负。那小将军枪法无半点放闲，惟心中自私，不用此计，安得胜乎？便拨马往左边山路中而走。
那小将奏马追来，为挂住了钢枪，暗取雕弓与箭射之。那小将眼乖，早已见了弓弦响处，把身往前一倒，放过羽箭。为回头看小将已到，挺枪来刺。为闪过，那枪从了旁边过，被为夹住。那小将弃枪，往本阵而走。为嗟叹曰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在拨马赶来，追至阵门前，一将提刀而出，曰：“将为匹夫，勿敢无儿。”邓艾在此，为大惊，原来小将乃邓艾之子邓忠也。为暗暗称奇，欲战邓艾，又恐马乏，乃须止艾曰：“吾今日是汝父子也。且各收兵，来日决战。”艾见战场不利，亦勒马应曰：“既如此，各自收兵。”暗算者非丈夫也。于是两军皆退。邓艾据渭水下寨，将为跨两山安营。艾见蜀兵地里，乃作书于司马望曰：“我等切不可战，只宜固守。待关中兵至时，蜀兵粮草皆尽，三面攻之，无不胜也。今遣长子邓忠相驻守城，一面插人于司马昭处求救。却说姜维令人于艾寨中下战书，曰：来日大战，艾阳应之。次日五更，为令三军造饭，平民布阵等候。艾营中掩其袭鼓，却如无人之状。为至晚方回。次日又令人下战书，则以失其之罪。艾以酒食相待，答曰：为屈小疾，有物相持，明日会战。次日为又引兵来，艾仍前不出。如此五六番，复检谓为曰：此必有谋也，宜防之。为曰：此必挨关中道，三面及我耳。吾今令人持书与东吴孙林，使并力攻之。忽探马报说司马昭攻打寿春，杀了诸葛诞，吴兵皆降。昭班师回洛阳，便欲领兵来救长城。为大惊曰：今番代魏，又乘画柄矣，不如且回。正是以探四番难奏击，又接五度未成功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13回，兵奉定计斩孙林，姜维斗阵破邓艾。却说姜维恐救兵到，先将军弃车仗一应军需，步兵先退，然后将马军断后。细作报之邓艾。艾笑曰：姜维之大将军到，故先退去，不必追之，追则终彼之计也。乃令人哨探，回报果然落谷狭窄之处，堆积柴草，准备要烧追兵。众皆称艾曰：将军真神算也。遂遣使机表奏闻。于是司马昭大喜，又奏赏邓艾。却说东吴大将军孙林，听之全端，唐咨等将尉勃然大怒，将个人家眷尽皆斩之。吴主孙亮10年方17，见称杀戮太过，心甚不然。一出西苑，因时生霉，令黄门取密，须臾取至，见密内有蜀分数枚，照藏吏责之。藏吏叩首曰：臣封闭甚严，安有蜀分？亮曰：黄门曾向尔求密实否？藏吏曰：黄门于数日前曾求实密，臣实不敢与。亮指黄门曰：此必汝怒藏吏不与尔密，故置分于密中，以献之也。黄门不服。亮曰：此事易知耳。若分久在密中，则内外皆失；若心在密中，则外失内造。命剖视之，果然内造。黄门服罪。亮之聪明，大抵如此。虽然聪明，却被孙林把持，不能主张。称之地威远将军孙据入苍龙宿卫。五位将军孙恩、偏将军孙干、长水校尉孙凯分屯诸营。一日吴主孙亮闷坐，黄门四郎权计在侧，尽乃国舅也。亮因弃告曰：孙林专权妄杀，欺朕太甚，今不图之，必为后患。计曰：陛下但有用臣处，臣万死不辞。亮曰：卿可指今点起进兵，与将军刘成各守城门，朕自出杀孙林。但此事切不可令亲母知之，亲母乃臣之节也。倘若泄露，误朕匪亲。计曰：启陛下草诏与臣，临行事之时，臣将诏示众，使臣手下人皆不敢妄动。
亮从之，即写密诏复寄。既受诏归家，密告其父权上。上知此事，乃告妻曰：“3日内杀孙林矣。”妻曰：“杀之是也。”口虽应之，却令人持书报之孙林。林大怒，当夜便唤弟兄4人，点起精兵，先围大内，一面将权上、刘成并其家小聚拿下。比及平民，吴主孙亮听得宫门外金鼓大震，内侍慌入奏曰：“孙林领兵围了内院。”亮大怒，指权后骂曰：“汝父兄误我大事矣！”乃拔剑欲出。权后与4中近臣皆牵其衣而哭，不放亮出。孙林先将权上、刘成等杀弃，然后召文武于朝内，下令曰：“主上荒淫久病，昏乱无道，不可以奉宗庙，今当废之。汝诸文武，敢有不从者，以谋叛乱。”众皆畏惧，应曰：“愿从将军之令。”尚书桓义大怒，从班部中挺然而出，指孙林大骂曰：“今上乃聪明之主，汝何敢出此乱言？吾宁死不从贼臣之命。”林大怒，自拔剑斩之，即入内指吴王孙亮骂曰：“吾道昏君，本当诛戳，以谢天下。看先帝之面，废汝为会稽王，吾自选有德者立之。”侍中书郎李崇夺其印绶，令邓承收之。亮大哭而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乱贼乌衣引，奸臣冲祸光。可怜聪明主，不得立朝堂。”孙林遣宗正孙凯、中书郎董朝往虎林迎请郎爷王孙修为君。修字子烈，乃孙权第6子也。在虎林夜梦成龙上天，回顾不见龙尾，失惊而绝。次日，孙凯、董昭至，拜请回都。行至曲阿，有一老人自称姓于，名修，叩头言曰：“事久必变，愿殿下速行。”修谢之。行至布塞亭，孙思将军驾来迎。修不敢乘辇，乃坐小车而入。百官拜谒到傍，修慌忙下车打礼。孙林出，令扶起，请入大殿，升御座及天子位。修再三谦让，方受玉玺。文官武将朝贺以毕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安元年。封孙林为丞相、荆州牧，拨官各有封赏。又封兄之子孙浩为乌程侯。孙林一门5侯，皆点进兵，权倾人主。吴主孙修恐其内变，杨氏恩宠，内实防之。称骄横欲甚。冬12月，称奉牛酒入宫上寿，吴主孙修不受，凌怒，乃以牛酒一左将军张布府中共饮。酒酣，乃谓不曰：“吾初废会稽王时，人皆劝吾为君。吾为今上贤，故立之。今我上寿而见惧，是将我等贤相待。吾早晚教你看。”不闻言，唯而已。次日，步入宫密奏孙修。修大惧，日夜不安。数日内，孙林遣中书郎孟宗、郭宇中营所管精兵15000出屯武昌，又进将武库内军器与之。于是将军魏邈、武卫士师硕2人密奏孙修曰：“称调兵在外，又搬进武库内军器，早晚必为变矣。”修大惊，即召张布计议。布奏曰：“老将丁奉计略过人，能断大事，可与议之。”修乃召奉入内，密告其事。奉奏曰：“陛下勿忧，臣有一计，为国除害。”修问何计？奉曰：“来朝腊日，只推大会群臣，诏称复席，臣自有调遣。”修大喜。奉令魏邈、师硕为外侍，张布为内应。是夜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将老树连根拔起。天明风定，使者奉旨来请孙林入宫赴宴。孙林方起床，平地如人推倒，心中不悦。使者时余人簇拥入内。家人指之曰：“一夜狂风不息，今早又无故惊倒，恐非吉兆，不可赴宴。”称曰：“吾弟兄共点进兵，谁敢近身？倘有变动，于府中放火为号。”主器升车入内。吴主孙修慌下御座迎之，请称高坐。
九行数旬，众经曰：宫外望有火起，称便欲起身。修止之曰：丞相稳便，外兵自多，何必惧哉？言未毕，左将军张步拔剑在手，引武士30余人抢上殿来，口中厉声而言曰：有诏擒反贼孙林。琛即欲走时，早被武士擒下。琛叩头曰：愿喜交州归田里。修斥曰：尔何不喜腾印吕据王纯耶？命推下斩之。于是张步牵孙林下殿东斩弃，从者皆不敢动。不宣诏曰：罪在孙林一人，余皆不问。众心乃安，不请孙修升五凤楼。丁奉、魏邈、施硕等擒孙林兄弟至，修命尽斩于市。宗党死者数百人，灭其三族，命军士掘开孙俊坟墓，戳其尸首。将被害诸葛恪、腾印、吕据、王纯等家重建坟墓，以表其忠。其牵累流远者，皆设还乡里。丁奉众加封赏，持书报入成都。后主刘禅遣使回贺，吴使薛与自左氏改御字旁答礼。与自左氏改御字旁，自蜀中归，吴主孙修问蜀中近日作何举动。与自左氏改御字旁，奏曰：近日中常侍黄皓用事，公卿多阿附之。入其朝，不闻直言。今其也，民有菜色。所谓燕雀楚堂，不知大夏之将焚者也。修叹曰：若诸葛武侯在时，何至如此乎？于是又写国书，叫人资入成都，说司马昭不日篡位，必将侵吴，蜀以示威，彼此各以准备。姜维听得此信，欣然上表，再议出师伐魏。时蜀汉景耀元年冬，大将军姜维以廖化、张翼为先锋，王涵、蒋斌为左军，蒋舒、傅谦为右军，胡济为合后。韦与夏侯霸为总中军，共其蜀兵20万。拜辞后主，进到汉中，与夏侯霸商议，当先攻取何地。霸曰：岐山乃用武之地，可以进兵，故丞相昔日溜出岐山，因他楚不可出也。唯从其言，遂令3军并望岐山进发，至谷口下寨。时邓艾正在岐山寨中整点陇右之兵，忽刘兴马到，报说蜀兵箭下3寨于谷口。艾听之，遂登高看了，回寨升帐，大喜曰：不出吾之所料也。原来邓艾先渡了地脉，故留蜀兵下寨之地。地中至岐山寨，直至蜀寨，早挖了地道，待蜀兵至时，于中取势。此时姜维至谷口，分作3寨，地道正在左寨之中，乃王涵、蒋兵下寨之处。邓艾唤子邓忠与师纂各引1万兵为左右冲击。却唤副将郑伦引500绝子军于当夜2更竟从地道直至左营，从帐后地下涌出。却说王涵、蒋兵因立寨未定，恐魏兵来劫寨，不散解甲而请。忽闻中军大乱，即着兵器上的马石寨外邓忠引兵杀到，内外夹攻，王、蒋2将奋死抵敌不住，弃寨而走。姜维在帐中听得左寨中大喊，料到有内应外合之兵，遂即上马，立于中军帐前，传令曰：如有妄动者斩。便有敌兵到营边，休要问他，只管以弓弩射之。一面传示右营，亦不许妄动。果然魏兵10余次冲击，皆被射回。只冲杀到天明，魏兵不敢杀入。邓艾收兵回寨，乃叹曰：姜维深得孔明之法。兵在夜而不惊，姜文变而不乱，真将才也。次日，王涵、蒋兵收据败兵，伏于大寨前请罪。为曰：非汝等之罪，乃无不明地脉之故也。又拨军马，命2将安营器，却将伤死身尸填于地道之中，以土掩之。令人下战书单挪邓艾来日交锋。艾欣然应之。次日，两军列于岐山之前，唯按武侯8阵之法，依天地风云鸟蛇龙虎之形分布已定。邓艾出马，见为不成8卦，乃亦不知左右前后门户一般。
为持枪纵马，大叫曰：汝笑吾排八阵，亦能辨阵否？爱笑曰：汝到此阵直，汝能不耶？吾既会布阵，岂不知辨阵？爱便勒马入阵，令执法官把其左右招刮，变成864个门户。复出阵前曰：吾变法若何？为曰：虽然不差，如敢与吾入阵相为麻。爱曰：有何不敢？两军各依队伍而进，爱在中军调遣，两军冲突，阵法不曾错动。姜维到中间，把其一招忽然变成长蛇卷地阵，将邓艾困在核心，四面喊声大震。艾不知其阵，心中大惊。蜀兵渐渐逼近，艾引众将冲突不出。只听得蜀兵齐叫曰：邓艾早降。邓艾仰天长叹曰：我一时自逞其能，终将为之计矣。忽然西北角一彪军杀入，艾见是魏兵，遂乘势杀出。救邓艾者，乃司马望也。彼及救出邓艾时，岐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夺。艾引败兵，退于渭水南下寨。艾谓望曰：公何以知此阵法而救出我也？望曰：吾幼年游学于荆南，曾与崔州平、石广元为友，讲论此阵。今日姜维所变者，乃长蛇卷地阵也。若他处击之，必不可破。吾见其头在西北，故从西北击之，自破矣。艾谢曰：我虽学的阵法，实不知变法。公既知此法，来日以此法复夺岐山寨山，如何？望曰：我之所学，恐瞒不过姜维。艾曰：来日公在阵上与他斗阵法，我却引一军暗袭岐山之后，两下混战，可夺旧寨也。于是命郑伦为先锋，艾自引军袭山后，一面令人下战书，莫姜维来日斗阵法。维批回去气，乃谓众将曰：吾受武侯所传秘书，此阵变法共365样，按周天之数。今吾斗阵法，乃班门弄斧耳。但中间必有诈谋，公等知之乎？廖化曰：此必传我斗阵法，却引一军袭我后也。维笑曰：正合无益。即令张翼、廖化引1万兵去山后埋伏。次日，姜维尽收九寨之兵，分布于岐山之前。司马望引兵离了渭南，进到岐山之前，出马与姜维答话。维曰：如请吾斗阵法，汝先不与我看。望不成了八卦。维笑曰：此即吾所不八阵之法也，汝今道习，何足为奇？望曰：汝亦窃他人之法耳。维曰：此阵凡有几变？望笑曰：吾既能布，岂不会变？此阵有981变。维笑曰：汝是变来。望入阵变了数番，复出阵曰：汝是无变否？维笑曰：吾阵法按周天365变，汝乃井底之蛙，安知玄奥乎？望自知有此变法，实不曾学拳，乃勉强着辩曰：吾不信汝是变来。维曰：汝叫邓艾出来，吾当不与他看。望曰：邓将军自有良谋，不好阵法。维大笑曰：有何良谋？不过叫汝传吾在此布阵，他却引兵袭吾山后耳。望大惊，恰遇进兵混战，被围以鞭烧一指，两翼兵先出，杀得那位兵弃甲抛戈，各逃性命。却说邓艾催督先锋郑伦来袭山后，伦方转过山脚，忽然一声炮响，鼓角喧天，伏兵杀出，为首大将乃廖化也。二人未及答话，两马交处，被廖化一刀斩郑伦于马下。邓艾大惊，急勒兵退时，张翼引一军杀到，两下夹攻，魏兵大败。艾舍命突出，身被4箭。奔于渭南寨时，司马望亦到，二人商议退兵之策。望曰：近日蜀主刘禅宠幸中贵皇后，日夜以酒色为乐，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，此为可解。艾问众谋士曰：谁可入蜀交通皇后？言未毕，一人应声曰：某愿往。艾视之，乃襄阳党军也。艾大喜，即令党军摘金珠宝物，
进到成都连结黄皓不散流言，说将为愿望天子不久投位。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。黄皓奏知后主及遣人星夜宣姜维入朝，却说姜维连日莫战，邓艾坚守不出，维心中甚疑，忽使命至召维入朝，维不知何事，只得班师回朝。邓艾、司马望知姜维中计，遂拔渭南之兵，随后掩杀。正是乐一伐其遭歼阻，岳飞破敌被缠回。未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114回，曹髦驱车死南阙，姜维弃粮胜魏兵。却说姜维传令退兵，廖化曰：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今虽有诏，未可动也。张翼曰：蜀人为大将军，连年动兵，皆有愿望，不如乘此得胜之时，收回人马，以安民心，再作良图。维曰：善，令各军依法而退，命廖化、张翼断后，以防魏兵追袭。却说邓艾引兵追赶，只见前面蜀兵旗帜整齐，人马徐徐而退。哀叹曰：姜维深得武侯之法也。因此不敢追赶，乐军回岐山寨去了。且说姜维至成都，入见后主，问召回之故。后主曰：朕为卿在边庭，久不还师，恐劳军事，故召卿回朝，别无他意。维曰：臣以的岐山之寨，正欲收功，不期半途而废，此必中邓艾反间之计矣。后主默然不语。姜维又奏曰：臣是讨贼，以报国恩，陛下休听小人之言，致生疑虑。后主良久，乃曰：朕不疑卿，卿且回汉中，以魏国有变，再伐之可也。姜维叹息出朝，自投汉中去气。却说党军回到岐山寨中，报知此事。邓艾与司马望曰：君臣不和，必有内变。就令党军入洛阳，报知司马昭。昭大喜，便有图蜀之心，乃问中护军贾充曰：吾今伐蜀如何？充曰：未可伐也，天子方以主公，若一旦轻出，内难必作矣。旧年黄龙两见于宁陵井中，群臣表贺，以为祥瑞。天子曰：非祥瑞也，龙者君相，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而在井中，是忧求之兆也。遂作乾隆诗一首，诗中之意，明明道着主公。其诗曰：商哉龙受困，不能越深渊，上不飞天汉，下不见于田，盘踞于井底，秋善舞其前，藏牙伏爪甲，皆我亦同然。司马昭闻之大怒，谓贾充曰：此人欲效曹芳也，若不早图，彼必害我。充曰：某愿为主公早晚图之。时为甘露5年夏4月，司马昭带剑上殿，毛起迎之。群臣皆奏曰：大将军功的为，何为进宫加酒席？毛低头不答。昭厉声曰：吾父子兄弟3人有大功于魏，今为进宫，得无不宜耶？毛乃应曰：敢不从命。昭曰：乾隆之师，是吾等如秋善，是何理也？毛不能答。昭冷笑下殿，众官凛然。毛归后宫，召寺中王臣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3人入内计议。毛泣曰：司马昭江淮篡逆，人所共之，朕不作受废入，卿等可助朕讨之。王经奏曰：不可，袭鲁昭公不忍济事，败走失国。今众权已归司马氏久矣，内外公卿，不顾顺逆之礼，阿附奸贼，非一人也。且陛下素为寡弱无用命之人，陛下若不隐忍，或莫大焉。且以缓图，不可造次。毛曰：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朕意已决，便死何惧？言讫，即入告太后。王臣、王业谓王经曰：事已极矣，我等不可自取灭族之祸，当往司马公府下出手，以免一死。经大怒曰：主忧臣入，主入臣死，感怀二心乎？王臣、王业见经不从，径自往报司马昭去了。少卿为主曹髦出内，
令护卫交伯聚集殿中宿卫仓头官童300余人，鼓噪而出。毛仗剑声撵，斥左右进出难缺。王经伏于车前，大哭而谏曰：今陛下领数百人伐昭，是驱羊而入虎口耳，空死无益。臣非袭命，实见事不可行也。毛曰：吾军已行，轻无阻当。遂望龙门而来。只见贾充戎服乘马，左有程粹，右有程济，引数千铁甲进兵，呐喊杀来。毛仗见大，喝曰：吾乃天子也，汝等突入宫廷，欲弑君耶？进兵见了曹毛，皆不敢动。贾充呼程济曰：司马公养你何用？正为今日之事也。济乃召己在手，回顾充曰：当杀耶？当搏耶？充曰：司马公有令，只要死的。程济挺己直奔车前。毛大喝曰：匹夫敢无礼乎？言未弃，被程济一戟刺中毛前胸，撞出辇来。再一戟刃从背上透出，死于辇旁。焦伯挺枪来迎，被程济一戟刺死。众皆逃走。王经随后赶来，大骂贾充曰：逆贼安敢弑君耶？充大怒，斥左右伏定，报之司马昭。昭入内，见毛已死，乃佯作大惊之状，以头辇车而哭，令人报之各大臣。时太傅司马孚入内，见毛失手，枕其骨而哭曰：是陛下者，臣之罪也。遂将毛尸用棺椁圣主，停于偏殿之西。昭入殿中，召群臣会议。群臣皆至，独有尚书仆射陈泰不至。昭令太之就尚书巡以召之。太大哭曰：论者以太比旧，今旧时不如太也。乃披麻戴孝而入，哭拜于陵前。昭亦扬哭而问曰：今日之事，何法处之？太曰：独斩贾充，少可以谢天下耳。昭沉吟良久，又问曰：再思其次。太曰：唯有近于此者，不知其次。昭曰：程济大逆不道，可剮之，灭其三族。济大骂昭曰：非我之罪，是贾充传汝之命。昭令先割其舌。济至死叫屈不绝。帝程粹一斩于市，尽灭三族。后人有诗叹曰：司马当年命贾充，弑君难缺袍红。却将程济诛三族，只道军民尽耳聋。昭又使人收王经全家下狱。王经正在廷尉厅下，忽见扶其母至。经叩头大哭曰：不孝子累及慈母矣。母大笑曰：人谁不死？正恐不死所耳。以此弃命，何恨之有？次曰：王经全家皆押赴东市。王经母子含笑受刑。满城士庶无不垂泪。后人有诗曰：汉初夸福建，汉末见王经，贞烈心无异，兼刚志更轻。节如太华重，命与毛轻。母子声名在，应同天地亲。太傅司马孚请以王礼葬曹毛，昭许之。贾充等劝司马昭受魏禅，即天子位。昭曰：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圣人称为至德。魏武帝不肯单于汉，犹吾之不肯单于魏也。贾充等言，以知司马昭留意于子司马炎矣，遂不复劝进。是年6月，司马昭立长道襄公曹皇为帝，改元景元元年。皇改名曹奂，字景昭，乃武帝曹操之孙，燕王曹宇之子也。奂封昭为丞相进宫，赐钱10万，绢万匹。其文武多官，各有封赏。早有细族报入蜀中。姜维闻司马昭弑了曹髦，立了曹奂，喜曰：吾今日伐魏，又有名矣。遂发书入吴，令起兵问司马昭弑君之罪。一面奏准后主，起兵15万，车乘数千辆，皆置板相于上。令廖化、张翼为先锋。一化取子午谷，一取洛谷，一为自取斜谷，皆要出岐山之前取齐。三路兵并起，杀奔岐山而来。时邓艾在山寨中训练人马，闻报蜀兵三路杀到，乃据诸将计议。
参军王冠曰：吾有一计，不可明言。见写在此，锦城将军台览。爱皆来展看毕，笑曰：此计虽妙，只怕瞒不过姜维。冠曰：某愿舍命前去。爱曰：公志若坚，必能成功。遂拨5000兵与冠。冠连夜从斜谷迎来郑壮蜀兵前队哨马。冠叫曰：我为国将兵，可报于主帅。少军报之姜维，为令拦住余兵，只叫为首的将来见。冠拜伏于地曰：某乃不王今之侄王冠也。进见司马昭弑君，将叔父一门揭露，某痛恨入骨。今信将军兴师问罪，故特引本部兵5000来降，愿从调遣，剿除奸党，以报叔父之恨。为大喜，谓冠曰：汝既诚心来降，无不诚心相待。吾军中所患者不过2耳，今有粮草，现在川口，如可运赴岐山，吾只今去取岐山寨也。冠心中大喜，以为中计，欣然领诺。姜维曰：汝去运粮，不必用5000人，但引3000人去，留下2000人引路，以打岐山。冠恐为疑惑，乃引3000兵去了，唯令复牵引2000卫兵随征听用。忽报夏侯霸道。霸曰：都督何故准信王冠之言也？吾在位，虽不知背细，未闻王冠是王今之职，其中多诈，请将军察之。为大笑曰：我已知王冠之诈，故分其兵士，将计就计而行。霸曰：公事言之。为曰：司马昭奸雄比于曹操，既杀王荆，灭其3族，安肯存亲职于关外领兵？知其诈也。众权之见与我暗合。于是姜维不出斜谷，却令人于路暗伏，以防王冠奸细。不旬日，果然伏兵捉得王冠，回报邓艾下书人来见。为问了情节，搜出私书，书中约于8月20日从小路运粮送归大寨，却叫邓艾遣兵于潭山谷中接应。为将下书人杀了，却将书中之意改作8月15日约邓艾自律大兵于潭山谷中接应。一面令人扮作魏军往魏营下书，一面令人将现有粮草数百辆卸了2米，装载干柴茅草引火之物，用青布罩了，令副检去左边守部，引2000员将卫兵，直打着运粮旗号。为却与夏侯霸各引一军去山谷中埋伏。令蒋叔出斜谷，廖化、张翼聚个进兵来取岐山。却说邓艾得了王冠书信，大喜，即写回书，令来人回报。至8月15日，邓艾引5万精兵进往潭山谷中来，远远使人凭高眺望，只见无数粮车接连不逐，从山凹中而行。艾勒马望之，果然皆是卫兵。左右曰：天已昏暮，可速接应王冠出谷口。艾曰：前面山势掩映，倘有伏兵，急难退步，只可在此等候。正言间，忽2骑马奏至，报曰：王将军因将粮草过界，背后人马赶来，望早就应。艾大惊，即催兵前进。时直出更，月明如昼，只听得山后呐喊，只道王冠在山后厮杀。进奔过山后时，忽树林一彪军撞出，为首蜀将傅谦，纵马大叫曰：邓艾匹夫，以终无主将之计，何不早早下马死？艾大惊，勒回马便走。车上火尽着，那火便是号火。两山下蜀兵进出，杀得卫兵7逐8续，但闻山下山上指教，拿住邓艾的赏1000金，封万户侯。喝得邓艾弃甲丢盔，贴了座下马砸在布之中，爬山越岭而逃。姜维、夏侯霸指望马上为首进来捉秦，不想邓艾步行走脱，为领得胜兵去接王冠粮车。却说王冠密约邓艾，先其将粮草车仗整备停当，专候举事。忽有心腹人报，事己泄露，邓将军大败，不知性命如何。冠大惊，令人哨探，回报3路兵围杀将来，背后又有尘土大起，殿下无路。冠斥左右令放火，尽烧粮草车辆。
一霎时，火光突起，烈火烧空。冠大叫曰：“是以及矣！汝以死战！”乃提兵往西杀出，背后将为三路追赶。唯只道王冠舍状回魏国，不想反杀入汉中而去。冠因兵少，只恐追兵赶上，遂将栈道并各关隘尽皆烧毁。姜维恐汉中有失，遂不追邓艾，提兵连夜抄小路来追杀王冠。冠被四面蜀兵攻击，投黑龙江而死。余兵竟被姜维坑之。维虽然胜了邓艾，却折了许多粮草，又毁了栈道，难引兵还汉中。邓艾引部下败兵，逃回岐山寨内，上表请罪，自贬其职。司马昭见艾术有大功，不忍贬之，复加厚赐。艾将原赐财物，尽分给被害将士之家。昭恐蜀兵又出，遂添兵5万，与艾守御。姜维连夜修了栈道，又亦出师。正是连修栈道，兵连出，不伐中原，死不休。未知复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15回，赵班师后主幸才托屯田姜维避祸。却说蜀汉景耀5年冬10月，大将军姜维差人连夜修了栈道，整顿军粮兵器，又于汉中水陆调拨船只，具己完备，上表奏后主曰：“陈累出战，虽未成大功，己错动为人心胆。今养兵日久，不战则懒，懒则治病。况今军司效死，将司用命，臣如不生，当受死罪。”后主览表，犹豫未决。乔州出班奏曰：“臣夜观天文，见西蜀分野，将心暗而不明。今大将军又欲出师，此行甚是不利。陛下可降诏止之。”后主曰：“且看此行若何？”果然有失，却当阻之。乔州再三见劝不从，乃归家叹息不已，遂推病不出。却说姜维临新兵，乃问廖化曰：“吾今出师，是欲恢复中原，当先取何处？”化曰：“连年征伐，居民不宁。兼未有邓艾足智多谋，非等闲之辈，将军强欲行难为之事，此话所以不敢专也。”维勃然大怒曰：“袭丞相六出祁山，亦为国也。吾今8次伐魏，岂为一以之私哉？今当先取陶阳，如有逆吾者，必斩。”遂留廖化守汉中，自同诸将提兵30万，进取陶阳而来。早有川口人报入祁山寨中，时邓艾正与司马望谈兵，闻知此信，遂令人哨探，回报蜀兵尽从陶阳而出。司马望曰：“姜维多计，莫非须取陶阳而时来取祁山乎？”邓艾曰：“今姜维时出陶阳也。”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艾曰：“向者姜维累出吴有粮之地，今陶阳无粮，唯必料吴只守祁山，不守陶阳，故进取陶阳。如得此城，屯粮积草，结连羌人，以图久计耳。”望曰：“若此，如之奈何？”艾曰：“可尽撤此处之兵，分为2路去救陶阳。离陶阳25里，有侯河小城，乃陶阳咽喉之地。公引一军伏于陶阳，掩其袭谷，大开4门，如此而行。我却引一军伏侯河，必获大胜也。”筹划已定，各个依计而行，只留偏将师纂守祁山寨。却说姜维令夏侯霸为前部，先引一军进取陶阳。霸提兵前进，将进陶阳，望见城上并无一杆旌旗，4门大开。霸心下疑惑，未敢入城，回顾诸将曰：“莫非诈乎？”诸将曰：“眼见得是空城，只有些小百姓，听知大将军兵到，尽弃城而去了。”霸未信，自纵马于城南视之，只见后老小无数，皆望西北而逃。霸大喜曰：“果空城也。”遂当先杀入，余众随后而进。方到瓮城边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城上鼓角齐鸣，毛旗遍树，拽起吊桥。霸大惊曰：“雾中计矣！”慌欲退时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可怜夏侯霸同500军，皆死于城下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
大胆将为妙算长，谁知邓艾暗提防。可怜投汉夏侯霸，顷刻城边见夏王。司马望从城内杀出，蜀兵大败而逃。随后姜维引接应兵到，杀退司马望，就傍城下寨。唯闻夏侯霸射死，皆伤不已。是夜二更，邓艾自侯河城内暗引一军前地杀入蜀寨。蜀兵大乱，姜维禁止不住。城上鼓角喧天，司马望引兵杀出，两下夹攻，蜀兵大败。为左横右突，死战得脱，退20余里下寨。蜀兵两番败走之后，心中摇动，唯与诸将曰：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今虽损兵折将，不足为忧。成败之事在此一举，汝等始终勿改，如有言退者力斩。张翼进言曰：魏兵皆在此处，岐山必然空虚。将军整兵与邓艾交锋，攻打桃阳、侯河。某引一军取岐山，取了岐山9寨，便驱兵向长安，此为上计。唯从之，即令张翼引后军进取岐山。唯自引兵到侯河诺邓艾交战，暗引军出营。两军队员二人交锋数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各收兵回寨。次日，姜维又引兵挑战，邓艾按兵不出。姜维令军入骂，邓艾寻思曰：蜀人被吴大杀一阵，全然不退，连日反来诺战，必分兵去袭岐山寨也。守寨将失损，兵少智寡，必然败矣。吾当亲往救之。乃唤子邓中吩咐曰：汝用心守把此处，任他诺战。却勿轻出。吾今夜引兵去岐山救应。是夜二更，姜维正在寨中设计，忽听得寨外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人报邓艾引3000精兵夜战，诸将欲出。维止之曰：勿得妄动。原来邓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，乘势去救岐山。邓忠自入城去了。姜维唤诸将曰：邓艾须做夜战之事，必然去救岐山寨矣。乃唤傅谦吩咐曰：如守此寨，勿轻与敌。主必为自引3000兵来助张翼。却说张翼正到岐山攻打，守寨将失损，兵少支持不住。看看待破，忽然邓艾兵至，冲杀了一阵，蜀兵大败，把张翼隔在山后，绝了归路。正慌急之间，忽然听得喊声大震，鼓角喧天，只见魏兵纷纷倒退。左右报曰：大将军姜伯约杀到。亦乘势驱兵相应，两下夹攻，邓艾折了一阵，即退上岐山寨不出。姜维令兵四面攻围，话分两头。却说后主在成都，听信宦官黄皓之言，又溺于酒色，不理朝政。时有大臣刘演七胡氏，极有颜色，因入宫朝见皇后，后留在宫中，1月方出。演疑其妻与后主私通，乃唤帐下军士500人，列于前，将妻绑缚，令美军以履踏其面数十，即死复苏。后主闻之大怒，令有司议刘演罪。有司议得足非踏妻之人，面非受刑之地，何当弃事？遂斩刘演。自此命妇不许入朝。然一时官僚以后主荒淫，多有遗怨者。于是贤人渐退，小人日进。时有将军言语，身无寸功，只因阿父黄皓，遂得重爵。闻姜维统兵在岐山，乃说号奏后主曰：姜维屡战无功，可命言语代之。后主从其言，遣使齐诏召回姜维。维正在岐山攻打寨山，忽一日3道诏至，宣为班师。维只得遵命，先令陶阳兵退，次后与张翼徐徐而退。邓艾在寨中，只听得一夜鼓角喧天，不知何意。至平明，人报蜀兵进退，只留空寨。艾已有计，不敢追袭。姜维进到汉中，歇助人马自于使命入成都见后主。后主一连10日不朝，维心中疑惑。是日至东华门，遇见秘书郎阙正。维问曰：天子召为班师，公知其故否？
正笑曰：大将军何尚不知，黄皓御史言与立功，奏闻朝廷，发诏取回将军。今闻邓艾善能用兵，因此请其事矣。为大怒曰：我必杀此幻术。系正止之曰：大将军继武侯之事，任大职重，岂可造次？倘若天子不容，反为不美矣。为谢曰：先生之言是也。次日，后主与黄皓在后园宴饮，为引述人进入。早有人报知黄皓，皓即避于湖山之侧。为至庭下，拜了后主，泣奏曰：臣困邓艾于岐山，陛下连降3诏，召臣回朝，未审圣意为何？后主默然不语。为又奏曰：黄皓奸巧专权，乃灵帝时常事也。陛下近则见于张让，远则见于赵高。早杀此人，朝廷自然清平，中原方可恢复。后主笑曰：黄皓乃屈走小臣，纵然专权，亦无能为。习者董允每切齿恨皓，朕甚怪之。卿何必介意？为叩头奏曰：陛下今日不杀黄皓，或不远也。后主曰：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卿何不容夷宦官耶？令进士于湖山之侧，唤出黄皓至庭下，命拜将为服罪。皓哭拜为曰：某早晚趋势圣上而已，并不干与国政。将军休听外人之言，欲杀某也。某命系于将军，为将军怜之。阎罗叩头流涕，为愤愤而出，即往御正，备将此事告之。正曰：将军或不远矣。将军若为，国家虽灭。为曰：先生信教我以保国安身之策。正曰：陇西有一去处，明日榻中，此地极其肥壮。将军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，奏之天子，前去榻中屯田？一者得麦黍以助军食，二者可以尽图陇右诸郡，三者为人不敢正视汉中，四者将军在外掌握兵权，人不能图，可以避祸，此乃保国安身之策也，宜早行之。为大喜，谢曰：先生今欲之言也。次日，将为表奏后主，求榻中屯田，效武侯之事。后主从之。为遂还汉中，据诸将曰：某累出师，因粮不足，未能成功。今吾提兵8万，往榻中种麦屯田，徐图进取。吾等久战劳苦，今日练兵聚谷，退守汉中。魏兵千里运粮，今涉山岭，自然疲乏。疲乏必退，那时乘虚追袭，无不胜矣。遂令胡骑守汉寿城，王罕守乐城，蒋兵守汉城，蒋叔、傅谦同守关隘。分拨已毕，为自引兵8万来榻中种麦，以为久计。却说邓艾闻姜维在榻中屯田，于路下40余营，联络不绝，如长蛇之势。艾遂令细作相了地形，画成图本，具表申奏。晋公司马昭见之，大怒曰：姜维屡犯中原，不能剿除，是无心腹之患也。贾充曰：姜维深得孔明传授，急难退之。取个一智勇之将，往刺杀之，可免动兵之劳。从事中郎荀婿曰：不然，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，信用黄皓，大臣皆有避祸之心。姜维在榻中屯田，正避祸之计也。若令大将伐之，无有不生，何必用刺客乎？昭大笑曰：此言最善。吾欲伐蜀，谁可为将？荀婿曰：邓艾乃是之良才，更得钟会为副将，大事成矣。昭大喜曰：此言正合吾意。乃召钟会入而问曰：吾欲令汝为大将，去伐东吴，可乎？会曰：主公之意，本不欲伐吴，实欲伐蜀也。昭大笑曰：子诚是无心也。但卿往伐蜀，当用何策？会曰：某料主公欲伐蜀，以画图本在此。昭展开视之，图中细载一路安营下寨屯粮积草之处，从何而进，从何而退，一一皆有法度。昭看了，大喜曰：真良将也。卿与邓艾合兵取蜀，何如？
会曰：蜀川道广，非一路可进。当使邓艾分兵各进，可也。昭遂拜钟会为镇西将军，驾节钺都督关中人马，调遣卿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扬等处。一面差人持节令邓艾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关外陇上，使约其伐蜀。次日，司马昭于朝外记忆此事，前将军邓敦曰：将为屡犯中原，我兵折伤甚多。只今守御，尚自未保，奈何深入山川危险之地，自取祸乱耶？昭怒曰：吾欲兴仁义之师，伐无道之主，汝安敢逆无义？是武士推出斩之。须臾，乘邓敦首级于阶下，众皆失色。昭曰：吾自征东以来，习歇6年，治兵善甲皆已完备，欲伐吴，属久矣。今先定西蜀，成顺流之势，水陆并进，并吞东吴，此灭国取余之道也。无料西蜀将士，守城都者8、9万，守边境者不过4、5万，将为屯田者不过6、7万。今吾已令邓艾引关外陇右之兵10余万，半筑江围于榻中，使不得东顾。遣钟会引关中精兵20、30万，直抵洛谷，3路以袭汉中。蜀主刘禅昏暗，边城外破，士女内震，其亡可避矣。众皆拜服。却说钟会受了镇西将军之印，起兵伐蜀。会恐计谋获泄，却以伐吴为名，令卿、兖、豫、荆、扬等5处各造大船。又遣唐咨、于登、来等周傍海之处居集海船。司马昭不知其意，遂召钟会问之曰：子从汉路收川，何用造船耶？会曰：蜀若闻我兵大进，必求救于东吴也，故先不生事，作发吴之状，吾必不敢妄动。1年之内，蜀已破，船已成，而伐吴，岂不顺乎？昭大喜，选日出师。时魏景元4年秋7月初3日，钟会出师。司马昭送之于城外10里方回。西曹院少替密谓司马昭曰：今主公遣钟会领10万兵伐蜀，余料会志大心高，不可使独掌大权。昭笑曰：吾岂不知之？替曰：主公既知，何不使人统领其职？昭言无数语，使少替疑心顿释。正是方当是马驱迟日，早是将军拔护心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16回，钟会分兵汉中道，武侯险胜定军山。却说司马昭谓西曹院少替曰：朝臣皆言蜀未可伐，是其心怯，若使强战，必败之道也。今钟会独见伐蜀之策，是其心不怯，心不怯，则破蜀必矣。蜀既破，则蜀人心胆已裂，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，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。会己有意志，蜀人安能助之乎？至若为人得胜思归，必不从会而反，更不足虑耳。此言乃吾与汝知之，切不可泄露。少替拜服。却说钟会下寨已毕，升帐大吉诸将听令。时有监军魏冠、护军胡烈、大将田旭、庞会、田章、袁左亲右为引的右边邱建、夏侯贤、王甲、黄福凯、巨安等80余员。会曰：必须以大将为先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。谁敢当之？一人应声曰：某愿往。会视之，乃虎将许褚之子许仪也。众皆曰：非此人不可为先锋。会唤许仪曰：汝乃虎体猿臂之将，父子有名，今众将一皆保汝，如可挂先锋印，领5000马军、1000步军，进取汉中。分兵3路，如领中路出斜谷，左军出洛谷，右军出子午谷，此皆崎岖山险之地，当令军填平道路，修理桥梁，凿山破石，勿使阻碍。如违避按军法。许仪受命，领兵而进。钟会随后提10万余众，星夜启程。却说邓艾在陇西，既受伐蜀之诏，一面令司马望往恶羌人。又遣雍州刺史诸葛绪、天水太守王齐、陇西太守千弘、京城太守杨兴各调本部兵前来听令。
比及军马云集，邓艾夜做一梦，梦见登高山，望汉中，忽于脚下蹦出一泉，水势上涌。须臾惊觉，浑身汗流，遂坐而待旦，乃召护卫少缓问之。缓素名周易，艾备言其梦。缓答曰：亦云山上有水曰简，简卦者立西南不立东北。孔子云：简立西南，王有功也；不立东北，其道穷也。将军此行必然克蜀，但可惜简志不能还。艾闻言，悄然不乐。忽钟会袭闻至，曰：艾起兵于汉中取齐。艾遂遣雍州刺史诸葛绪引兵15000，先断姜维归路。自遣天水太守王齐引兵15000，从左攻榻中。陇西太守千弘引15000人，从右攻榻中，又遣京城太守杨兴引15000人于甘松邀姜维之后。艾自引兵3万往来接应。却说钟会出师之时，有百官送出城外，旌旗蔽日，铠甲凝霜，人强马壮，威风凛凛，人皆称羡。唯有相国参军刘实微笑不语。太尉王祥见时冷笑，就马上握其手而问曰：钟、邓二人此去可平蜀乎？时曰：破蜀必矣，但恐皆不得还都耳。王祥问其故，刘实但笑而不答。祥遂不复问。却说魏兵既发，早有细作入榻中报之姜维。维急具表申奏后主，请将召前左车骑将军张翼领兵守护阳平关，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阴平桥，这2处最为要紧。若是2处，汉中不保矣。一面当前使入吴求救，臣一面自起榻中之兵拒敌。时后主改景耀5年，为延兴元年，日与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。忽接姜维之表，即召黄皓问曰：今魏国遣钟会、邓艾大起人马，分道而来，如之奈何？皓奏曰：此乃姜维欲立功名故上此表。路下宽心，勿生疑虑。臣闻城中有一师婆供奉一神，能知吉凶，可召来问之。后主从其言，于后殿陈设香花纸烛享祭礼物，令黄皓用小车请人宫中，坐于龙床之上。后主焚香祝毕，师婆忽然披发显足，就殿上跳跃数十遍，盘旋于岸上。皓日此神人降矣，生下可退左右倾倒之。后主进退侍臣，再拜祝之。师婆大叫曰：吾乃西川土神也，生下兴乐太平，何为求问他事？数年之后，魏国疆土亦归生下矣。陛下切勿忧虑。言讫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后主大喜，重加赏赐。自此深信师婆之说，虽不听姜维之言，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。姜维屡申告及表文，皆被黄皓隐匿，因此误了大事。却说钟会大军以礼望汉中进发，前军先锋许仪要立头功，先领兵至南郑关。一位部将曰：过此关即汉中矣。关上不多人马，我等便可奋力抢关。众将领命，一齐并力向前。原来守关蜀将卢逊早知魏兵将到，先于关前木桥左右伏下军士，装其武侯所遗使连弩，比及许仪兵来抢关时，一声梆子响处，矢石如雨。夷即退时，早设倒数10骑，魏兵大败。夷回报钟会，会自提帐下甲士100余骑来看，果然见弩一骑射下。会拨马便回，关上卢逊引500军杀下来。会拍马过桥，桥上土塌，陷住马蹄，险些儿先下马来。马争不起，会弃马步行，跑下桥时，卢逊赶上，一枪刺来，却被魏军中荀凯回身一箭，射卢逊落马。钟会挥众乘势抢关，关上军士因有蜀兵在关前，不敢放箭，被钟会杀散，夺了山关，即以荀凯为护军，以全副鞍马铠甲赐之。会唤许仪至帐下，责之曰：汝为先锋，李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专一修理桥梁道路，以便行军。
吴方才到桥上，陷住马蹄，几乎堕桥，若非荀凯，无以被杀矣。汝既为军令，当按军法，至左右推出斩之。诸将告曰：其父许褚有功于朝廷，望都督恕之。会怒曰：军法不明，何以令众？遂令斩首示众，众将无不骇然。时蜀将王韩守乐城，将兵守汉城，见魏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只闭门自守。钟会下令曰：兵贵神速，不可少停。乃令前军李辅为乐城，护军荀凯为汉城，自引大军取阳平关。守关蜀将傅谦与副将蒋舒商议战守之策，书曰：魏兵甚众，势不可当，不如坚守为上。谦曰：不然，魏兵远来，必然疲乏，虽多不足惧。我等若不下关战时，汉、乐二城休矣。蒋舒默然不答。忽报魏兵大队已至关前，蒋、傅二人至关上视之。钟会扬鞭大叫：吾今统10万之众到此，如早早出将，各依品级生用。如执迷部将，打破关隘，欲使俱焚。傅谦大怒，令蒋舒把关，自引3000兵杀下关来。钟会便走，魏兵进退。谦乘势追之，魏兵复合。谦欲退入关时，关上已竖起魏家旗号。只见蒋舒叫曰：吾已降了魏也。谦大怒，厉声骂曰：忘恩背义之贼，有何面目见天子乎？拨回马腹与魏兵接战。魏兵四面合来，将傅谦围在该心。谦左冲右突，往来死战，不能得脱。所领蜀兵10伤89。谦乃仰天叹曰：吾生为蜀臣，死亦当为蜀鬼。乃复拍马冲杀，身被数枪，血盈袍铠，坐下马倒，谦自刎而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一日书中愤，千秋养一名。宁为傅谦死，不作蒋舒生。钟会得了阳平关，关内所积粮草军器极多，大喜，遂犒3军。是夜魏兵宿于阳平城中，忽闻西南上喊声大震。钟会慌忙出帐视之，绝无动静。魏军一夜不敢睡。次夜2更，西南上喊声又起。钟会惊疑，向小，使人探之。回报曰：远少10余里并无一人，会惊疑不定，乃自引数百骑，俱全装冠带，往西南巡哨。前至一山，只见杀气四面突起，愁云不合，雾锁山头。会勒住马，兼相导观曰：此何山也？答曰：此乃定军山，昔日夏侯渊没于此处。会闻之，怅然不乐，遂勒马而回。转过山坡，忽然狂风大作，背后数千骑突出，随风杀来。会大惊，引众纵马而走。诸将坠马者不计其数。即奔到阳平关时，不曾折一人衣骑，只跌损面目，失了头盔。皆言曰：但见阴云中人马杀来，比极近身，却不伤人，只是一阵旋风而已。会问将将蒋舒曰：定军山有神庙乎？舒曰：并无神庙，唯有诸葛武侯之墓。会惊曰：此必武侯显圣也，吾当亲往祭之。次日，钟会备祭礼，载太牢自到武侯墓前，再拜致祭。祭毕，狂风顿息，愁云四散。忽然清风习习，细雨纷纷。一阵过后，天色晴朗。魏兵大喜，皆拜谢回营。是夜钟会在帐中扶戟而寝，忽然一阵清风过处，只见一人冠金羽扇，身衣鹤氅，素履皂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眉清目朗，身长8尺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概。其人步入帐中，会起身迎之曰：公何人也？其人曰：今早众城见故，吾有片言相告。虽汉作已衰，天命难违，然两川生灵，横离兵革，诚可怜悯。汝入军之后，万物望杀生灵。言讫，拂袖而去。会欲挽留之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会知是武侯之灵，不生惊异。于是传令前军，立一白旗，上书保国安民4字。所到之处，如妄杀一人者偿命。
于是汉中人民尽皆出城拜迎，会一一抚慰，秋毫无犯。后人有诗赞曰：数万阴兵绕定军，致令钟会拜灵神。生能决策伏流士，死上遗言保蜀民。却说姜维在榻中听知魏兵大至，传檄廖化、张翼、董厥提兵接应，一面自分兵列将以待之。忽报魏兵至，为引兵出营。魏阵中为首大将乃天水太守王齐也。其出马大呼曰：吴今大兵100万，上将1000员，分20路而进，以到成都。汝不思早将，犹豫抗拒，何不知天命耶？为大怒，挺枪纵马，直取王齐。战不3合，齐大败而走。姜维驱兵追杀至20里，只听得金鼓齐鸣，一支兵摆开，其上大书陇西太守牵红字样。维笑曰：此等鼠辈，非无敌手。遂催兵追之，又赶到10里，却遇邓艾领兵杀到，两军混战。为抖擞精神，与艾战有10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后面锣鼓又鸣。为急退时，后军报说甘松诸寨竟被京城太守杨兴烧毁了。为大惊，即令副将须立旗号，与邓艾相聚。为自撤后军，星夜来救甘松，正遇杨兴。兴不敢交战，望山路而走。为随后赶来，将至山岩下，岩上木石如雨，为不能前进。彼即回到半路，蜀兵已被邓艾杀败，魏兵大队而来，将姜维围住。为引众齐杀出重围，奔入大寨，坚守以待救兵。忽然刘兴马到，报说钟会打破阳平关，守将蒋舒归降，复迁战死，汉中已属魏矣。乐城守将王涵、汉城守将蒋兵知汉中已始，亦开门而降。胡济抵敌不住，逃回成都求援去了。为大惊，即传令拔寨。是夜兵至江川口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守魏江，乃是京城太守杨兴。为大怒，纵马交锋，只一合，杨兴败走，为辇弓射之，连射3箭皆不中。为转怒，自折其弓，挺枪赶来，战马前失。姜维跌在地上，杨兴拍回马来杀姜维。为跃起身，一枪刺去，正中杨兴马脑。背后魏兵奏至，救兴去了。为骑上战马欲待追时，忽报后面邓艾兵到。为首尾不能相顾，遂收兵要夺汉中。少马报说，雍州刺史诸葛绪已断了归路。为据山险下寨，魏兵屯于阴平桥头。为进退无路，长叹曰：天丧我也。副将宁随曰：魏兵虽断阴平桥，雍州必然兵少，将军若从孔函谷进取雍州，诸葛绪必撤阴平之兵救雍州，将军却引兵奔剑阁守之，则汉中可复矣。为从之，即发兵入孔函谷，诈取雍州。细作报之诸葛绪。绪大惊曰：雍州是无合兵之地，倘若疏使，朝廷必然问罪。即撤大兵从南路去救雍州，只留一支兵守桥头。姜维入北道，约行30里，料知魏兵起行，乃勒回兵，后队作前队，进到桥头，果然魏兵大队已去，只有些小兵把守，被为一阵杀散。尽烧其寨山。诸葛绪听知桥头火起，复引兵回。姜维兵已过半日了，因此不敢追赶。却说姜维引兵过了桥头，正行之间，前面一军来到，乃左将军张翼、右将军廖化也。为问之，翼曰：黄皓听信师乌之言，不肯发兵。亦闻汉中以为自起兵来时，阳平关已被钟会所取。今闻将军受困，特来接应，遂合兵一处。话曰：今四面受敌，粮道不通，不如退守剑阁，再作粮图。为一虑未决，忽报钟会、邓艾分兵10余路杀来。为欲与翼、化分兵迎之。话曰：白水地狭路多，非征战之所，不如且退，去救剑阁可也。若剑阁一失，是绝路矣。为从之，遂引兵来投剑阁。将近关前，
忽报鼓角齐鸣，喊声大起，旌旗遍数，一支军把住关口。正是汉中险峻已无有，剑阁风波又呼声。未知何处之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117回，邓世载偷渡阴平，诸葛瞻战死绵竹。